叶少，最近我身体有些欠药，总是看到您之后，双腿走不动路。晚上能否方便给我单独诊断诊断啊？叶少，3位主人找您。空，3位师尊找我。昆仑，你已上达5年，5年前你经脉寸断，如今龙血淬体，体质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辰到了，你该离开了。5年时间，我们特意将你放在女子监狱中，就是为了刺激你体内龙血，让至阳之力快速成型，但同时不允许你碰任何女人，如此方能快速修成纯阳之体。不过记住，你体内残留龙血，此血生性狂暴。在你纯阳之体大成后，你必须找到具备极阴之气的女人，通过阴阳交融来帮你压制，不然你将走火入魔，最后必死无疑。这也是为师让你出师的最重要原因。这是武神界，以后有什么麻烦就去找大夏10大战神之首吧，他是你师叔，在大夏境内无人敢找你麻烦。区武神界也敢拿出来？昆仑，这是神庭至尊卡。西方财团的诸多资金任你取之，西方天诸神庭的50万神庭军也任你调动。昆仑，这是鬼门令，如今你已经掌握了炎门13针，从今天开始就是南岭炎门鬼医传人，谁敢惹你，你持有炎门令上门，整个炎门都将听你号令，谁敢惹你，你就灭了人。这是一本古籍龙阳功，和你纯阳之体乃是绝配，学会之后，以后你的女人就离不开你了。在岛上怕你对3位师尊心怀不轨，所以一直没给你。别说3师尊我亏待了你。3位师尊，我舍不得你们。女子监狱这几年还真是折磨，天天泡在女人堆里，却不能做任何事情。这种事我这辈子都不想经历第2次。舍不得什么？还不快滚！你3位师尊的本领都学得差不多了，留在岛上也无法获得什么长进了。莫非你还想天天帮我们3个老女人洗衣做饭？监狱的那些女人配不上你，外边的花花世界才适合你。是时候为我们3位师尊开枝散叶了。出去之后别丢了你3位师尊的脸就行。5年了，当年叶家家破人亡，我被苏秦和苏家联手算计，父母失踪，我跳海被救。如今报叶家之仇，寻极阴之气，2件事缺一不可。即将靠港南陵。中气不足，印堂发黑，是中了慢性毒药导致。10分钟之后将危在旦夕。放肆！谁允许你诅咒我爷爷的？还不快快道歉！站住！谁允许你走了？保镖，将这小子给我铐下来！傲雪，罢了，别因这些小事打扰了雅兴。哼，要不是爷爷你拦着，我非要那家伙付出代价不可。这小子连帝京上官小姐都敢惹怒，是活腻了吗？在我看来，这小子是故意装江湖骗子，想要以此引起上官小姐的注意。爷爷，谁立的碑？启禀少主，根据调查，是一位名为苏晴的女人立的碑。苏晴，她害我叶家家破人亡，如今还有脸来假惺惺的立碑，真是可笑至极。少主，您误会了，当年之事与苏晴小姐无关，是宋家和南陵战王在背后下的黑手。叶家遭难时，苏小姐曾尽力相救。您失踪后，她不顾苏家反对，为您父母披麻戴孝3年。而今天就是宋家逼迫苏小姐订婚的日子，地点在皇朝酒店。我一直都错怪他了。苏晴，宋家，南陵战王，很好。你先退下吧，以后叫我叶少。是，叶少。听说了吗？今天可是苏家和宋家联姻的大日子，郎才女貌啊！那可不，南陵2大豪门联手，以后谁还敢惹？这是谁？大喜之日送棺材，不要命啊！我看着怎么有点像5年前那个叶家大少，他不是死了吗？吉时已到，有请贵客入席。南陵战王贺2位新人百年好合，送上祖龙龙凤翡翠一对。快就王督军上座。
帝京龙家贺2位新人喜结连理，送上万年雪莲、万年人参一份。龙将军大驾光临，令我宋家蓬荜生辉啊！是他，叶昆仑那个为他披麻戴孝的未婚妻。苏晴，今天你真美。苏晴，你愿意嫁给我吗？嫁给他，嫁给他！太浪漫了，苏小姐真是好福气。为了爷爷，为了苏家。这桩婚事问过我了吗？叶昆仑，他不是5年前就死了吗？有好戏看了，前未婚妻嫁给灭门仇家，这是来抢婚的。他竟然还活着，真是愚蠢，竟敢来此送死！也罢，念在昔日婚约，今日便保你一命，当做退婚的代价。昆仑哥哥，真的是你，你真的没死，我找了你好久。对不起，我来晚了。叶家的小杂种，他没死。这要是让背后的大人物知道，我宋家就完了，必须杀了他。叶昆仑，你这个丧家之犬竟然没死啊！还有你这个贱人，给他披麻戴孝还不够，现在还当众投怀送抱，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皇叔，给我打断他的手脚，我要他像狗一样跪在我面前，看我今晚怎么享用他的女人。小子，下辈子投胎眼睛放亮点。你是武者？武者！天哪，叶昆仑竟然是武者！武者，你……叶昆仑，我要你死！我要将你挫骨扬灰！别急，今天这2副棺材可不止为他一人准备。王督军，请为我宋家主持公道啊！宋家主莫慌，无需王督军出手。今天有我洪胜在，这小子必定血溅5步。是洪胜，他竟然也来了！这下叶昆仑死定了。洪胜可是货真价实的武者，成名多年，可不是这种毛头小子能比的。是你！5年前追杀我、逼我跳海的人就是他，正好省得我再去找你了。小子，命还真大，跳海都没死，看来是得了些奇遇，成了武者，就迫不及待地回来送死了。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实力，斩草就要除根。洪公放，打断他的手脚，我要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事成之后，筹集1000万。好说，小子，我这一掌有1000斤之力，给我死！昆仑哥哥，你杀了他！你聒噪！小子，闹够了！督军，救我！他杀了我儿，还杀了洪公放，他这是不把赵王放在眼里啊！这般年纪便有如此实力，实属难得。给你一个机会，跪下给宋家主道歉，而后追随于我，为战王效力。今日之事可既往不咎。昆仑哥哥，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让我追随？南陵战王有什么货色，也配让我效力？大胆狂徒，战王者死！这是化境高手的实力，这小子死定了！什么？你在教我做事？现在到你了。叶昆仑，够了！龙青鸾既然还认得我，就此住手。看在昔日2家交情的份上，我可以保你一命。我叶昆仑行事，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叶昆仑，我知道你恨，但如果你是想用一场血腥的灭门来引起岳熙的注意，那我告诉你，你没这个资格。自作多情的女人，在你眼里，所有男人做的事都是为了你们女人。我讨还叶家血债，与旁人何干？放肆，敢对青鸾将军不敬，还不跪下！你今日犯下滔天杀孽，我定要将你！将我如何？找死！战少天，我上官傲雪的贵客，你敢动一下试试？是上官家的大小姐，
难怪叶昆仑有恃无恐。上官傲雪，昆仑哥哥原来认识这等人物，太好了，他有救了。靠女人吃饭，以后老实做人，别痴心妄想。上官傲雪选了这么个男人，你的眼光还是一如既往的差。叶先生是我上官家的贵客，轮不到你来智慧。我眼光再差，也比你这个没男人要的老女人强，还不滚！昆仑哥哥，我爷爷病危，张神医到了，我们得先回去了。好，晚点我去看望苏老爷子。叶先生，之前是傲雪无礼，若您肯出手救这家族，我上官家必有千万重金酬谢。没兴趣。站住！我今天可是帮你解决了战少天那个麻烦。帮我？你只是救了他一命罢了。给我查！我要知道叶昆仑现在所有的行踪。我上官傲雪看上的人，还从没有跑掉过。好浓的杀气，好浓的杀气。东瀛人，丹剑小宗师，就凭你们？原来是来杀他的。南岭战王，多谢你提供的情报。只要龙青鸾一回来，就插翅难飞。10成之后，我们必有重谢。合作愉快。恐怕你们没有下次合作的机会了。叶昆仑，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看来你很意外我没死。一群饭桶办事不力罢了。不过你既然敢来，今天就别想走了。动手！罡气护体，你是罡劲宗师？不可能，绝不可能！就算你是罡劲宗师又如何？我踏入丹劲大宗师5年，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南陵第一人的实力！我叶家与你无冤无仇，5年前为何要灭我满门？说，当年是谁指使你覆灭我叶家？小畜生！即便你是罡劲小宗师又如何？昔日要你死的人，是你根本招惹不起的存在。想知道幕后主使？你死了这条心吧！我要让你永远活在恐惧之中。既然不说，那这辈子就别再开口了。你不能杀我！我是东瀛大使，杀了我，大夏都保不住你！来我大夏密谋杀人的东瀛大使，东瀛来多少，叶昆仑杀多少。站住！武神君办案，你涉嫌谋害南陵战王，罪大恶极，立刻束手就擒！南陵战王勾结外敌，图谋不轨，已被我就地正法，尔等退下。狂妄，拿下！武神君参见少主。参见少主。武神君，大夏最神秘的部队，只听令于武神一人。见他如见武神亲临，他到底是什么身份？退下吧。叶先生，傲雪此番前来是想告诉先生，叶家覆灭之事另有幕后黑手。条件？还请叶先生施以援手，救我家族一命。说出幕后黑手，我可保你爷爷7日无忧。是帝京沈家的沈清风，他也是大夏龙血战士的关门弟子。灭你叶家，只是为了替他心爱的女人沈月溪抹去一段不光彩的过去。是你居然跟踪到我这里来了！我已经警告过你了，别痴心妄想打月溪的主意。你和他是2个世界的人，靠女人吃软饭是没前途的。神经病！那你扶不上墙的男人，连自己的心思都不敢承认。好险，南陵战王竟然叛变了，若不是有位前辈高人出手，我今日恐怕隔空御物，飞跃杀人，能轻易斩杀南陵战王，必定是一位武道宗师。我一定要找到这位前辈，当面感谢。苏子珍，你疯了！苏家必须跟他划清界限。秦儿的婚事我做主。昆仑哥哥当年遭难，与苏家脱不了干系，我都要与他并肩面对。爸，出大事了！武神君查出南陵战王勾结东瀛，已经在镇上了。爸，我请来了九圣集团少东家秦南、张神医，看他面子，来给老爷子治病。九圣集团的秦南，秦姐，你认识秦南？大学同学，他来是看你面子。哈哈，秦少驾临，蓬荜生辉啊！苏晴，好久不见，更漂亮。秦南。
好久不见。我请张神医过来。张神医，拜托你。诸位放心，我定尽力而为。眉心带黑，气若游丝，身体僵直，半个月后器官衰竭。张神医，有办法医治我爷爷吗？我仅掌握岩门13针前3针，勉强50%把握。张神医，恳请出手。啊，太好了，老爷子有反应了。再这么失真，苏老爷子必死无疑。昆仑哥哥，放肆！小子竟敢污蔑老夫医术！叶昆仑，大话本是一点没假，医术比张神医高明。看看你们想让晴儿嫁的人，刚进门就诅咒老爷子，得罪张神医。昆仑，你太好了，老爷子醒了。张神医，我爸他怎么了？这怎么可能？几分钟内暴毙！针不是这样施的。装神弄鬼，苏晴，别被他骗了。岩门13针前5针，手法炉火纯青，这鬼门令唯有南岭岩门门主鬼医才能拥有。老爷子已经无碍了，多休养几日即可。张开山拜见前辈，之前多有得罪，还望前辈切勿怪罪。张神医，您这是……连张神医都对昆仑哥哥行如此大礼。起来吧，苏老爷子的病症积累多年，仅靠前3针淤血会再次堵塞经脉，不及时处理的话，必将暴毙。多谢前辈解惑，张开山受教了。叶昆仑，你这个畜生！绝不会让你抢走苏醒。秦少，老夫好心想劝那位叶先生，不是你能招惹的。趁早断了，心思为妙。没有东西，一个20多岁的毛头小子，就把你吓得下跪，本少会怕他？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位怎样的人物啊！多亏叶先生寻遍江省名医都束手无策的病，在您手中竟如此轻易解决。今日起，无论叶先生有何事相求，只要傲雪能做到，定当义不容辞。傲雪怎么来江省，也不提前说一声，我好交代你啊。沈清风，你来干什么？你就是沈清风，你是叶昆仑。我当是谁？原来是5年前那个侥幸没死的小贱种。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今天我就亲自送你上路。五叔，弄死他！沈清风，你敢在我上官家门外行凶！傲雪，这小子必须死。今日之事，他日我自会向上官家赔罪。你是人是鬼？现在该送你上路了。叶昆仑，你不能杀我！我沈家背后站着龙血战神，你杀了我，就是得罪龙血战神。为何？叶先生是我上官家的无上恩人，有人想杀我上官家的恩人，我上官傲雪怎能无动于衷？有麻烦联系我。昆仑哥哥，今晚我有个大学同学聚会，秦南也在，你能陪我一起去吗？晴晴啊，秦少对你多好呀，刚从海外回来就为你包下龙武阁的人字号包厢，你可别再想着那个一无是处的叶昆仑了。就是啊，就剩其他的少东家，放眼整个江省都是顶尖的贵公子。甜甜，你们别说了，我已经有男伴了。晴晴，等很久了吧？姐，你不会真的把那个废物叫来了吧？没来晚吧？不晚，来得正好。土包子来得正好，今天就让你看看你和我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既然昆仑兄来了，就一起进去坐坐吧。今天我做的，昆仑兄多年不见，不知现在在哪高就啊？继承了点家业，当个闲散会长罢了。吹牛不打草稿，叶家早就没了。你继承什么？继承一屁股债吗？苏晨，苏晨，昆仑兄是客，不得无礼。我们去外面的展厅逛逛吧，我给各位准备了些小礼物。晴儿，我也正想给你挑件礼物，一起去。50万的宝石项链，秦少真是太阔绰了。晴儿，这一串500万的祖母绿项链送给你。秦南，这太贵重了。祖母绿虽然看上去不错，但成色太差，配不上我家晴儿。唯有这龙武阁天字号楼层的展品，才勉强有资格。叶昆仑，你算个什么东西？还天字号楼层，连秦少都没资格上去，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如果不是看在晴儿的面子上，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我要去天字号楼层。先生，进入天字号楼层需要出示龙武阁白金卡。您请。怎么可能？他没有白金卡，为什么？晴儿，我们上去看看。学长，这是怎么回事？叶昆仑刚刚到底给那柜台小姐看了什么东西？她怎么能进入龙武阁的天字号楼层？我怎么知道？我堂堂九盛集团少东家，连地字号楼层都进不去，而叶昆仑转眼便可进入天字号楼层。苏晨，秦少，就算叶昆仑能进入天字号楼层又怎么样？里面的东西，莫非他真的能买不成？我猜这小子大概和龙武阁某位管事的认识，给那位柜台小姐出示对方身份象征之后，才有资格进入这龙武阁的天字号楼层的。叶昆仑身上定然没有白金卡。柜台小姐，不知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原来如此，这小子医术有点东西，说不定阴差阳错之下救了龙武阁某位不俗大人物，才会给他一介幸运。除了这种可能性以外，的确没有其他理由能够解释刚刚那一幕。再等等看，就算这小子能有资格进入天字号楼层，我就不信他能有钱帮苏晴买礼物。昆仑哥哥，你刚刚给那个柜台小姐看了什么东西啊？她怎么允许我和你来这天字号楼层啦？以你苏家的底蕴，恐怕连龙武阁人字号的楼层都进不去吧？你居然能够进入这天字号楼层，该不会是从后门偷偷溜进来的吧？叶昆仑，看来你软饭功夫吃得不错呀，竟然能够让上官傲雪赏这么一个脸，让你进入这龙武阁的天字号楼层。哦，原来他是拿出了上官傲雪给的信物。苏晴，我当你找了个什么样的男人呢？原来是找了一个吃别人软饭的小白脸。战少，你今天说来龙武阁天字号楼层看人家，可是说好要送礼物的，不知道要送些什么，也好让某些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开开眼。这是自然。这龙武阁虽然有些人瞎猫碰上死耗子能进来，但可不一定能有这个资金消费的。倩倩，这串极品级别的祖母绿项链，可不是下面人字号楼层里面可比的，我就将它送给你吧。谢谢战少。苏晴，你那乡巴佬男朋友不知道要送你什么礼物啊？吃软饭借了别人一张白金卡，只是代表着他有走进这里的资格而已。但想要刷白金卡，得需要本人前来才行。这里的东西可不是你们能够消费得起的，趁早还是走下去吧，免得在这里丢人现眼。他不是想要看看我送晴儿你什么礼物吗？那就让他看看好了。叶昆仑啊，叶昆仑！哼，谁人不知道这串项链是非卖品，乃是此处龙武阁镇阁之宝，就算是我也无法购买。你竟然挑选这么一串项链送人，也不怕被笑掉大牙吗？苏晴，这就是你挑选的男人？为了装面子，他也挑选了最贵重的非卖品，以此想要证明自己。殊不知，这才是最丢脸的所在。这件非卖品，整个江省也唯有我们龙武阁的阁主才有资格调动。这小子莫非还想吹嘘自己是江省龙武阁的阁主不成？会长，难道是战少的关系？乔会长，我只是兴致使然来龙武阁坐坐，何须劳您亲自大驾迎接？叶少，您来了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好让我亲自出门迎接您。会长，您是不是认错人了？这小子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乡巴佬。这个女人是龙武阁的员工，让她滚。叶少息怒，是我的疏忽。李倩，你被解雇了，立刻给我滚出龙武阁！张少救我！乔会长，能否卖我战家一个面子？你战家的面子不够。保安，把这个女人给我插出去！叶昆仑，你很好，别以为有上官傲雪罩着你，
来日方长。苏小姐，这天字号楼层的所有东西，您请随意挑选，全部免单。昆仑哥哥，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们不能要，这是欠了上官小姐一个大人情。傻丫头，收下吧。海洋之心，天子号楼层的非卖品，价值3000万的镇阁之宝，怎么可能？青青啊，这是叶昆仑送你的。抱歉，你的礼物的确配不上青儿。小会长，我朋友苏晨在龙武阁被人打了，还请您为我们主持公道啊！就是这小子，他无视龙武阁的规矩，当众袭救，快把他废了，踢出去！混账东西，竟敢对叶少无礼！来人，把这2个蠢货给我往死里打，然后像死狗一样扔出去！昆仑哥哥，谢谢你，这下秦南应该不会再来烦我了。不过这串项链还是还回去吧，我不想你因为我欠上官小姐的人情。倩儿，你放心，今天的一切和上官傲雪没关系，是我和龙武阁的私人关系。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安心带着。什么？爷爷他出事了！昆仑哥哥，苏家那边还有些事情，我就先回去了，我们晚点再联系。去吧，有什么麻烦第一时间联系我。小子，为了找你，我们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吼，东营的狗鼻子还挺灵。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敢杀我们东营大使，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我乃杀戮之王，能死在我的刀下，是你的荣幸。杀戮之王，一个刚进小宗师就敢自称王了，狂妄！不错的阵法，可惜你们找错了对手。倘若今天任何一位刚进小宗师在此，恐怕必死无疑。但很可惜，我早在3年前便已突破了这个境界。距其外方100米，你是武道宗师，情报有误，快撤！现在想走，晚了。说吧，谁派你来的？叶昆仑，你等着，我们东营是不会放过你的，你的下场会比我们凄惨100倍。看来你还没搞清楚情况。你对我做了什么？我有很多种办法让你开口。我说，是福田商会的邵会长，他还说此事和你父母有关，他明天会去江省1号公馆。福田商会。乔文山，帮我弄一张明天江省1号公馆的请柬。东瀛杀戮之王竟然死在了这里，落叶封侯和上次的死法一模一样，是那位前辈，他就住在这南陵市亭。叶昆仑，你怎么会在这儿？我明白了，看来你把上官傲雪伺候的不错，竟然让他把你安排在这种地方。堂堂帝京叶家的少主，如今竟沦落到给人当男宠的地步了。你有事？我来找一位前辈。叶昆仑，你住在这里，今天有没有见过一位高人？没有。叶昆仑，上官家不是你能招惹的，上官家牵扯的事情更不是你担当得起的。不劳费心，这天下还没有我叶昆仑担当不起的事情。除了狂妄自大，你还会什么？叶先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上官小姐，真巧，我也是来参加这个书画交流会的。上官傲雪，你果然也来了。不过那幅山河设计图，非我龙家莫属。麻烦了。
东瀛人这次是有备而来，冲着砸场子来的。我们这边的大师在临摹比试中都输了。就是他派人来暗杀我，先不急着动手，看看他想玩什么花样。今天比试的主题是临摹传说中画圣的传世之作，我这次来也是为了求购那幅画作，它对我上官家很重要。这不是我在天君岛上闲暇时随手画着玩的吗？怎么成了画圣作品了？上官傲雪，这幅画圣之作，你上官家就别想了。这就是大夏书画界的底蕴吗？一群老家伙，没一个能打的，真是让我失望。看来这书画之传承，我东瀛才是正宗。倘若画圣在此，岂容这东瀛宵小如此猖狂？区东瀛，在我大夏偷学了一些古典文化的皮毛，竟然也想来滥竽充数，妄称正宗。井底之蛙，也敢妄谈天地？哼，哪儿来的毛头小子？你们大夏输不起，只会派人来逞口舌之力吗？上官傲雪这回可要栽了，带这么个蠢货来搅局。上官小姐，这是书画交流会，还请管好你的人。陈老，您误会了，叶先生他……你的笔墨沉淀已够，但画中山水还欠些画好。画圣真迹山河设计图，用了失传的古画基术，浓墨为骨，淡墨为魂，两者相辅相成，需在半小时内一气呵成，方能画出那栩栩如生的神韵。古画七术，浓淡相成，原来如此。困扰我多年的瓶颈，竟然被他一语道破。这不可能！就凭他几句话，富田次郎，你还有何话可说？哼！我们走，小子，你坏了我的好事，我记住你了。我等着。多谢先生指点，是老朽有眼不识泰山，还望先生恕罪。叶家藏书颇丰，懂些失传理论也不奇怪，终究是纸上谈兵罢了。陈老，既然交流会结束，不知画圣那幅山河设计图真迹，您能否割爱？价钱不是问题。上官小姐，实在抱歉，老朽曾欠下龙家一个大人情，早已答应将此画授予龙家。上官傲雪，我说过，这幅画我龙家拿走，以为靠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家伙就能扭转乾坤，可惜现实不是幻想。既然这画已到手，我也该准备武道大会了。叶昆仑，上官小姐，看来你们是白忙活一场了。这一次是我上官家输了。这画对上官小姐如此重要？我上官家和龙家在竞争一位武道宗师，这画对争取那位宗师至关重要。不就是一幅画吗？上官小姐无需担忧，跟我走一趟，我帮你取来。叶先生还有画圣的作品？你既然是我朋友，送一幅画何足挂齿？跟我来吧。叶先生，您居住在这里，这座别墅就算乔文山都无法入住，他究竟是何身份？天山冰丝的软床沙发，极品火玉砖铺设的地面，蓝宝石水晶吊灯，这些都是有价无市的稀世珍宝。千丝难墨的书房更是极致奢华。叶先生，画圣的画在何处？可否让傲雪瞻仰？稍等片刻，我这就作画。叶先生，您刚刚说什么？这比之前那幅更加宏伟壮观。之前闲暇时做了几幅画，没想到流传世间，还被人称作画圣。这幅比龙青鸾拿走的精湛不少，应该能解决上官家的麻烦了。怎么了？我脸上带花不成？叶先生，您可真是深藏不露，传说中的画圣竟然是您，这幅画价值难以估量。叶先生只管开价。区区一幅画就赠与上官小姐了。叶先生，这如何使得？
太过贵重。之前上官小姐解决沈清风，算是帮了我一个忙。如若当我是朋友，便勿再提前。既然如此，傲雪也不多言。自今日起，我上官家永远是叶先生最可靠的伙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上官小姐言重了。叶先生，后天便是武道大会了，届时你我再相见。无论如何，也得畅饮3杯。武道大会？此次武道大会是大夏和东瀛联合举办，双方30岁以下的武道之人皆可参加。东瀛想借此机会压制我大夏武道风头。苏晴，昆仑哥哥，就苏晴，夏文山，给你1分钟，查到苏晴的踪迹。叶少，苏小姐今日去腾文阁赴宴，设宴者是秦南，腾文阁是秦家旗下产业，苏小姐目前尚未离开。苏晴，为何非要逼我动强？我秦南哪里比不上那叶昆仑，让你对他痴迷不忘？秦南，你别乱来，苏晨去卫生间，很快就回来。我们就在外面帮你们把风呢，放心吧，没人会打扰。苏晨，我可是你姐姐，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秦姐，我为苏家，为你好。秦少人中龙凤，服侍他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当秦少奶奶可是江山女人梦寐以求。秦南，我已经打电话给昆仑哥哥了，当时南陵战王的王督军都死在他手下，你若乱来，后果自负。我今天还真怕他不来，这小子活腻了。今天你就是诱饵，他才是大鱼。为了弄死他，战少亲自派来一位武道客卿，名震南岭的千手独老。他曾杀过不知多少王督军那样的人物，如今他就坐镇腾文阁，只等这小子前来送死。千手独老，昆仑哥哥，你不能来。放心，他赶来还需时间，到时候你我早就完事了。难道就要被这畜生？昆仑哥哥，你我来生再见了。秦南，你想好怎么死了吗？叶昆仑，这不可能！你怎么会这么快？小子，我正愁你还不来，结果你竟这么快来送死。如此也好，待会儿我就当着你的面好好折磨玩弄苏晴，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秦少放心，我最近正缺几具武道高手炼制的毒士，这小子刚刚复合。小子，听闻你名震南陵，武道天赋远超战王年轻之时，只可惜天才一向短命，今日老夫便亲自送你上路。放心，你这副躯体我有大用，不会埋没你天赋的。好恐怖的气势，这就是千手独老的实力吗？昆仑哥哥，小心！放心，这老东西伤不到我。小子好生狂妄！自寻死路！你是丹境大宗师，即便你是丹境大宗师又怎么样？毒气已入你体，你是武道宗师。叶前辈，都是苏轼和战少天之事，求您放我一命。我想要的只有你的命罢了。查出战少天的位置。战少天现在身处江省天外庄园，那里今天聚集了不少的武道高手，因为武道大会做得很不错。昆仑哥哥，哎，别动，你脚扭伤了，我来帮你复位。哎，我的脚不疼了。
妈，我没事，昆仑哥哥已经帮我治好了。叶昆仑，你疯了吗？竟然连秦南都敢杀！婵儿，我们快走，从今天起，我们苏家要和这小子切断关系。谁让你们走了？怎么，你连我们也要留下？你就告诉他们，苏晨今天做了什么吧。他想把我送给秦南联姻。快向你叔叔婶婶和晴姐道歉。道歉就完了？爸，救我！这小子是个疯子！你想怎么样？不怎么样，只是想取他性命而已。叶昆仑，你丧心病狂！这事儿我苏东天记下了，不会就这么结束的。晴儿脚伤刚好，还需要休养，你们先带她回家吧，我还有事要处理。昆仑哥哥，万事小心。放心吧，我自有分寸。晴儿，你先和伯父伯母回家，晚些时候我再来看你们。跟了这么久，该出来了吧？哟，想不到竟然连我们的踪迹都发现了，小子，你果然有两下子，怪不得连我们富田商会的少主都敢得罪。原本还想留富田次郎那条狗命些许时间，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想来送死了。这是什么力量？富田次郎在何处？气郁夜斩，丹进宗师，你是武道宗师？大夏何时出现过这么年轻的武道宗师了？我说，富田少主在城北的。知道了。承蒙各位厚爱。战少，此次武道大会，您随同龙将军一同参加，定能将东瀛武者踩在脚下，拜入战神门下，指日可待呀！是啊，战少人中之龙，前途无量。我等提前在此祝贺战少了。千手毒老怎么还没消息？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很可惜，你等不到武道大会那天了。叶昆仑，千手毒老竟然失手了，这不可能！难道有高手相助？叶昆仑，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天外庄园闹事，踏破楚天行会长大门，还口出狂言要取我性命！你真以为江省没人治得了你吗？楚天行很厉害吗？我叶昆仑想杀的人，还没有人能拦得住。战少天，你千不该万不该来得罪我，我已经给过你生路了，只可惜你并不懂得珍惜。哼，找死！今天我就替楚会长先解决你这个宵小之徒。竟是化境大宗师，而且气息远超寻常大宗师。叶昆仑，你侥幸捡回一条命，千不该万不该再出现这里。今天，即便上官傲雪在场，我也杀定你了。战少天，我给了你这么多时间，你就没有去好好调查一下我吗？这怎么可能？战少天可是化境大宗师啊！叶昆仑，有种你杀了我，不然我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会让你身边的每个人都尝遍世间各种痛苦折磨。你以为我不敢吗？叶昆仑，你疯了！你要真的杀了我，我姑父不会放过你，我战家不会放过你的。我叶昆仑平生最无惧的便是威胁。在我楚天行的还愿动手杀人，而且是杀我楚天行的后辈，你是第一个。小子，你想好怎么死了吗？姑父，救我！我要这小畜生死，我要让他万劫不复。求姑父，你将他的四肢废了，我要他下半辈子生不如死。小子，你不是喜欢苏晴吗？今天过后，我就将那个女人抓来，当着你的面狠狠玩弄她。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绝望，要让你尝遍世间折磨痛苦。放人！我可以给你一个体面的死法。小畜生，
还没听到我姑父的话吗？还不快放了我！我说过，今天谁也救不了你。尔敢！你不得好死！我姑父专家不会放过你的。好，很好。多少年了，我楚天行都忘记了多久没有人胆敢如此冒犯我了。小子，今日不将你诛杀在此，我楚天行颜面何存？半步武道宗师，恐怖如斯。楚会长，不知能否纳我一个人情？今日之事，自己做吧。龙将军，此子在我宅院之中大开杀戒，人人可见。我侄儿战少天死在他手，你这是要袒护于他吗？今日之事，是战少天先行挑衅而后出手，生死一战。他被杀了，怨不得旁人。楚会长身为江省武道协会会长，对一个年轻人出手，有损一代宗师风范。哼，龙将军可真是有些抬举我了。我楚天行可不敢自称一代宗师，此子来我天外庄园闹事，分明就不把我楚天行放在眼里。如若我说硬要杀他了，那青鸾就只能领教楚会长的高招。刚进大宗师，而且堪比半步武道宗师，距离真正的武道宗师只有一步之遥。龙将军说笑了。我楚天行闲人一个，自然不敢轻易冒犯龙将军威严。既然龙将军要保下此人，那我今日不取他性命便是。诸位，我还有要事在身，就先走一步了。难得修上武道之路，却不懂得避其锋芒的道理，心性太过不堪。看在昔日叶伯父伯母的份上，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悔婚的补偿我已做到仁至义尽，望你好自为之。今日无需你出面，这楚天行我也不放在眼里。那纸婚约，我早已经不当一回事了。都这时候了，还在我面前装腔作势，叶昆仑，你也就这样了。奇怪，已经去了那么久，怎么还没消息回来？而且杀戮之王去执行任务也有些时候了，到现在竟然还没消息，不太可能啊！根据我那些保镖所言，坏了我好事那小子就是个普通人，我身边那几位武道高手一同出手，怎么会失手？莫不是他们身份暴露了？你竟然寻到了这里，的确很出乎我的预料。看来我小觑你了，你本身就是一个武道之人，不过也仅此而已了。小子，你捡了一条命回去，按理说让个缩头乌龟躲起来，我恐怕还真的无法奈何你。但我怎么都没想到，你竟然自己上门寻死来了。我富田次郎作为富田商会的少主，手下的保镖都是武道之人，既然我敢把他们全部派出去，你认为我身边就没有高手了吗？动手，将这小子弄死！有这4人保你，在江省，你的确差不多可以横着走。只不过很不凑巧，你今天刚好遇到一位。这是武道宗师！武道宗师，少主！前辈饶命！我之前不知死活，冲撞了前辈，罪该万死。只要您饶我一命，钱财、美女、资源，富田家族能办到的，我定不留余力去办。你现在不想杀我了？当初派杀戮之王劫杀我的时候，也是如此想法吗？你是叶昆仑？我父母的失踪与你富田家族有关。我说了，你能放我一命吗？我说，新年你父母去攻海一个岛屿，寻找万年灵药，东瀛一直想针对他们，有人暗中泄露了行踪，我们才去劫杀，但没有成功啊。我们到达时，他们已经失踪了，只找到他们留下的一块玉佩。是谁透露的踪迹？我不知道，传递信息之人身份隐藏极深。那玉佩现在何处？
那块玉佩，根据大侠一些人提的条件，将在明日的武道大会上作为奖品出现，是我们东营出的彩头。你可以上路了。你不得好死！东营不会放过你的。想不到明天的武道大会竟有我叶家的传家之宝，这其中必有蹊跷。看来我必须参加了。报纸头条、新闻播报、网络论坛弹幕等快速闪过，聚焦富田次郎之死。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富田次郎之死，言论哗然。东营方面震怒，扬言要在武道大会上报复，大夏各方势力也严阵以待。武道大会，是时候查清楚一切了。叶先生，上官小姐，叶先生果然来了，多亏你提供的话，解决了我们上官家的燃眉之急。晚些时候你我得共饮几杯。现在我们先进去看看武道大会如何？诸位，欢迎来到南陵武道大会。此番大会乃是我大夏与东营联手举办，意在切磋交流，胜者将获得双方提供的彩头奖励。双方30岁以下者皆可自由参加。现在，我宣布武道大会正式开始。这女人一向这么爱出风头。我的目的只有玉佩。传闻龙将军风华绝代，如今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今日我就来讨教几招，如若龙将军输了，不知能否垂青共度良宵啊？放肆！龙将军岂是你能够挑衅的？既然诸位想要领教，那就来一试吧。叶先生，你如何看？龙青鸾会胜。看来叶先生在武道方面造诣也是不浅呢。哼，你果然上来了，那就让我们领教领教龙将军的高招吧。武道大比没有规定不能多打一，龙将军如若感觉不敌，也可请帮手，不然也可以直接认输，宣告我东营获得此次武道大会的胜利。动手吧。哼，那我们就领教领教龙将军的高招了。刚进大宗师，龙将军竟然是刚进大宗师。冷青鸾，你别得意，30岁以下的刚进大宗师，我们东营并不是没有。中村少主，求您出手。中村少男，东营武道天才。中村少男，竟然是他！这个人很出名吗？此人来头很大，乃是东营战神之子，武道世家出身，也是富田次郎的表兄。没想到他武道境界竟已是刚进大宗师。久闻龙将军大名，今日特来领教。请吧。这不可能！太气拳！区东营也敢妄称国术？大夏威武，东营败了！大局已定。不一定。交由你们了，轰下这女人。藤野一郎，东营独门传人。放心，他必败。来吧。武道天赋恐怖，该死！卑鄙，用暗器！擂台战没说不能用暗器，此乃我独门暗器，非武道宗师半小时内无法调动罡气。调动不了罡气，哼，连这等下三滥手段都防不住。我去到洗手间。这女人又要出风头了。阁下要降住龙青鸾吗？狂妄！
武道宗师，武道宗师，多谢前辈。作弊！你们大夏作弊！想不到泱泱大夏竟是说不起之流。这场武道大会，我东瀛不比试也罢。走。谁和你们说我年龄在30岁之上了？此人声音换了音调。这位前辈的声音好年轻。叶先生刚刚去洗手间，这位陌生的武道宗师就突然从天而降。不可能。倘若你真的是30岁以下之人，那便摘下面具，让我等看看你的容貌。不然你就是装神弄鬼，输不起的鼠辈罢了。就凭尔等，还没有资格看我之容貌。不敢露面，岂不是就说明你年龄自然在30岁之上了？现场之中不是有测骨仪吗？可测出骨龄，一看便知。这不可能！不，这怎么可能？是我们东瀛输了，输了。谁允许你们离开了？怎么，阁下还想对我们灭口不成？这里是南陵公馆，众目睽睽之下，你敢吗？你不可能！你竟然当众诛杀东瀛战神之子，这是要代表大夏和东瀛开战吗？楚会长，此人身为武道宗师，竟然当众行凶，大夏难道就眼睁睁看着我东瀛之人死在南陵公馆之中吗？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他们可以走，但你不行。和富田家族有关系之人，我见一个杀一个。你杀了富田次郎！你这个疯子！你杀了富田次郎，中村少男，已经得罪了富田家族和东瀛战神，如今还要得罪我东瀛独门不成？你这是要与整个东瀛为敌吗？你这是代表大夏！东瀛之人，我想杀便杀，与大夏无关。东瀛若是想来报复，只管来找我便是。我东瀛不会放过你！这种杀人方式，是他，那位前辈，居然是那位前辈！武道大会，奖励何在？哼，不知避其锋芒，如此高调，无异于自取灭亡。前辈走得匆忙，未能道谢。他如此平抑天下，将东瀛武道宗师视如草芥，真乃一代宗师豪杰风范。倘若下次见到，定要好好感谢他，看看他到底长何模样。如此人中之龙，相貌气质定是超凡脱俗。他为何出手？而且对东瀛之人下此狠手，莫非与东瀛有深仇大恨，与亲王无关？叶先生，叶先生，你可真是错过了一场绝佳的好戏啊！这场世纪大戏，恐怕再也见不到了。世纪大戏，莫非刚刚的大比极其精彩？
还有武道宗师出面不成？叶先生果然料事如神，年仅25岁的武道宗师，当真是震惊全场，可谓绝代之才。叶先生没有看到刚刚那位前辈之风采，实乃人生一大遗憾。上官小姐言重了，25岁的武道宗师虽然少见，但也算不上绝代之才。叶先生又打趣傲雪了。叶昆仑，你这家伙懂什么？竟然也胆敢对那位前辈出言造次，这家伙可真讨厌。无论自己到哪里，都能够遇见对方。龙青鸾，刚刚差点在武道大会落败，多亏他人相助，才捡回一丝颜面。现在就忘了，刚刚是那位前辈出尽风头，代表大夏获胜，可不是你。就算叶先生评论那位前辈，也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上官傲雪，你别得意，上官家想要起势，不是靠一个武道宗师便能够扭转的。纵然你获得了化身作品，但上官家的大局早已经注定。下次再让我听到你对那位前辈不敬，我可不饶你。哼，这女人这么趾高气扬，搞得那位前辈是他谁一样，真是莫名其妙。叶先生，今晚乃是南陵1年1度的灯会，之前2次对我上官家的大恩，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上次我邀请你共赴饭局，你推脱了，今晚你无论如何可都要赏约啊。灯会嘛，上官小姐盛情邀请，我叶昆仑如若再拒绝的话，倒显得不近人情了。既然如此，那我们晚些时候再见了。爸妈昔日到底遇到了什么？父母当初遇到了什么，以至于给我留下如此警告？想来应该是很艰难的困局，也许该找个机会去帝京叶家看看了。不过可惜一点，今天我拿到那块玉佩之后，并没有什么人透露出什么异样。那背后的人隐藏的太深了，要么对叶家玉佩感兴趣的人没来，要么对方也是一位武道宗师。时候差不多了，该去灯会了。曾老，你是小叶？是我，曾老。孩子，真的是你！上天开眼，竟然没有让你死在奸人手里。孩子，你在这里等我，我有东西要给你，是当初我前去叶家宅院之时发现的，不知道是不是你父母的遗物。这老爷子。你好，这个孔明灯怎么卖？今天乃是1年1度的灯会，孔明灯免费。真的吗？那太好了，谢谢。都说你们南陵的灯会放孔明灯许愿，来年10有89会成真，这是真的吗？姑娘，说上心愿，或许就会实现。5年前，南陵有个人因我而家破人亡，我和他素未谋面，但他已经因我死去5年了。昔日之事，我和他都是受害者，都只是权势斗争的牺牲品。如今我依旧存活于世，但他永远感受不到人间的阳光。倘若没有我，他和他的家庭不会遭此一劫。希望他不会记恨于我吧。多谢这位先生了。有人盯上他了。小叶，东西我找到了。曾老，你慢点。这是当时我在叶家宅院找到的，既然你回来了，就交给你吧。这圆牌绝非叶家旧物，莫非是杀害养父母之人的遗落？曾老，此物对我很重要，谢谢您了。小叶，你这是哪里话？当年要不是你爸妈照料，老头子我早就没命了。曾老，晚辈还有要事，先告辞。去吧，去吧。姑娘，好巧啊，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啊，卖孔明灯的先生，是你啊？
又是福田家族。这位先生，多谢你的解围。刚刚月溪不明事情原委，出言不敬，还望海涵。不知先生如何称呼？月溪，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在哪里？需要和你汇报吗？青鸾，你来的正好。这是一位福田家族派来的杀手，想要绑架我，引你去公海。多亏了这位先生出手相救。我知道了，你跟我来，我有事情跟你说。奇怪，青鸾可从未邀约男子夜间共行，但这两人关系似乎又水火不容。叶昆仑，我再给你最后一次忠告，离月溪远点。她不是如今的你能够染指的，沈家也不是如今的你能够攀附的。安安静静在南陵过一辈子，不好吗？沈贵才有自知之明，帝京叶家属于你的辉煌已经过去了。趁着月溪还不知道你的身份，就此远离他身边吧，不然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那个阶层已经不是你能够去触碰的了。龙青鸾，有时候你这说教的姿态真的令人很讨厌。你从不了解我，又如何知晓我叶昆仑之眼界？如果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些事情，那么我今天告诉你，在我叶昆仑眼中，什么帝京世家不过如此。我不了解你，目空自大的家伙。希望下次遇到那些帝京世家战神世家之时，你的口气还是这么硬。青鸾，刚刚那位先生呢？月溪，离那个家伙远一点，他不是什么好人。青鸾，你可从未这般失态过呀？怎么遇到那位先生之后，你好像变了个人？你该不会是喜欢那位先生了吧？我就是这辈子孤独终老，也不会多看那混蛋一眼。那家伙除了目空自大、好高骛远、不成器之外，简直没有一丝优点。我龙青鸾心中的男人，是像那位前辈一般，25岁的武道宗师，睥睨天下，将整个东瀛都不放在眼中，是了拂袖去，深藏功与名的高人。说不定那位前辈就是刚刚那位先生呢。青鸾，你岂不是要后悔自己说的话了？不可能，那家伙怎么可能和那位前辈相提并论？月溪，你可别侮辱那位前辈了。倘若那家伙真的是那位前辈，我龙青鸾就此不姓龙，改和他姓，那岂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好了，不谈那家伙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去看看灯会吧。叶先生准时赴约，倒是让傲雪受宠若惊了。上官小姐盛情相邀，自当准时到达。说起来还有一事要和上官小姐打探一二。竟然还有让叶先生疑惑之事，那傲雪就有些感兴趣了，愿洗耳恭听。倘若能够真的提供一些消息，定事无不言。不知上官小姐是否知晓？傲雪，想不到你在这儿，我可是找你半天了。你就是叶昆仑？小子，最近你闹出的动静可有些大呀，连战少天都敢杀，难道你不知道战家和我白家乃是世交吗？怎么，你要为他出头？区区一个叶家弃子，也敢如此狂妄？难道你还以为帝京叶家还是你的背景吗？放眼整个帝京，都没几个年轻人敢这么和我白君临说话。竟然是极阴之气，上官小姐的体质是极阴之体。这一刻，我竟然有种想要立刻将上官傲雪按在地上，将她衣服撕碎的念头。白少真不愧是帝京白家少主，才华惊艳。今日能听到汉宫秋月，不虚此行。这小子就是叶昆仑，即便你有上官傲雪撑腰又如何？我弟弟秦南的命，你必须血债血偿。傲雪，不知我刚刚的琴艺如何？不错。叶昆仑，傲雪一向喜欢琴艺，既然你是他朋友，想来琴艺造诣也不浅吧？不知道对我刚刚的琴艺有何见解？水平是有了一些，但还是有所不足，再研究几年，应该会有所建树。这小子难道不知道自己在和谁对话吗？哈哈哈，有趣。既然如此，那就说说你的见解如何？小子，你不是很厉害吗？要不也上前弹奏一曲，让我们开开眼。他不敢的。君临公子是何等风貌，
岂是这家伙能够挑衅的？叶昆仑，既然你口气那么大，不如上来弹奏一曲，让我们开开眼界如何？叶先生，不必勉强，我们去别处逛逛。无妨，闲来无事就上去弹奏一曲吧。哗众取宠罢了。这怎么可能？1秒30音调！想不到叶先生在琴艺方面竟然也有如此造诣，丝毫不下于他在书画上面的成就。这是汉宫秋月，1秒13音调，世间竟有人能达到此等水平，放眼帝京无人能及，莫非是隐士高人？不错，此等水平才能复刻寒宫秋月真意。青鸾，我们上去看看吧。心境平静，龙血躁动也减缓了。不知我刚刚的水平是否有资格说出那番话来？是我输了。叶先生真是深藏不露啊！他年纪轻轻，为何能精通如此多领域，且都登峰造极？昆仑哥哥，想不到你的琴艺如此精湛。上官小姐也在。苏小姐，若上官傲雪能助他，也是个好选择。苏晴，你还和叶昆仑关系密切，难道不知他害死了我弟弟吗？秦燕来了。秦家大小姐啊，这小子竟敢杀秦南！秦燕，秦南之死是他咎由自取，怪不得任何人。怪不得。从今天起，你苏家的资金链、生意渠道，我九盛集团全面取消合作。明天，你苏家就等着自取灭亡吧。苏小姐，苏家资金紧张，我上官家愿注资1个亿，并提供合作渠道，任何生意都愿合作，如何？上官小姐竟愿出手相助，多半是看在昆仑哥哥的面子上。上官傲雪，你怎么有意见？上官傲雪，你上官家初到江省，九盛集团是其一，你当真要撕破脸？苏家，我上官傲雪帮定了，不必多言。哼，上官傲雪，莫非以为自己是上官家大小姐，就能无所忌惮了不成？你短时间能调动资金不过10几亿，投入江省已达10亿，如今关键时刻还敢抽调1亿出去？战天龙，我怎么做事，轮不到你指手画脚，你还是想想怎么做龙青鸾的舔狗，让他赏脸和你吃顿饭吧。上官傲雪，除了只会逞口舌之力，你还会什么？龙将军也来了，帝京大人物齐聚，这下有好戏看了。上官小姐，昆仑哥哥，我将回苏家了，晚些时候你们可一定要来苏家做客。好，晚些时候我再去苏家看你，有什么麻烦第一时间联系我。有空我会拜访苏家，回头会派人和你们谈一下合作事宜。他竟然也在这儿，真是阴魂不散。青鸾，上官傲雪，如今你上官家入局江省的资金盘可以说是极为吃紧，你竟然还拿出1个亿来替他人解围，你这个老好人看来做得很到位。龙将军，上官家如今在江省的布局的确有些危险，但你这番话未免也太过无视我白家了。
我白家可是一直都有意相助上官家，此番诸多地经世家进军江省，自然也不例外。傲雪，如今你上官家在江省的布局缺点元首，我可以代表白家相助，不过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你让这小子滚出江陵阁，应该不过分吧？哼，小畜生，以为上官傲雪招着你就行了，殊不知你就是他身边的一条狗，在足够的利益面前随脚可踢。白君临，不必费心，我上官家还不需要白家的帮助，大不了退出江省罢了。什么？他竟然拒绝了白家的帮助？为了那小子，上官家这是要自毁前程啊！这个女人是得了失心疯吗？看来上官傲雪也不过如此，瞎了眼才会选他。好啊，好，很好。既然如此，那你上官家就等着在江省的一切彻底崩盘吧。战少，从今天开始，我白家向你九盛集团注资10个亿，用以增购天北区的地皮，不知你意下如何？白君临好狠的手段，这是要彻底断绝上官家的后路啊！是啊，这下上官家彻底完了。白少有此想法，再好不过。我九盛集团与白少联手，求之不得。上官傲雪，你上官家投在江省的资金盘，如今都锁在了天南区。天南区只是龙武商会备选地，天北区才是重心。你那些钱，看来要打水漂了。白君临动作好快，直接断了我的后路。放心，龙武商会最后选择投资开发的地方是在天南区，而不是天北区。姓叶的，你是说龙武商会放着最繁华的天北区，去开发鸟不拉屎的天南区？你是觉得我们是傻子，还是龙武商会负责人是傻子？傲雪，这就是你上官家所谓的贵客，如此眼光，与井底之蛙何异？大局已定，上官家不可能翻盘，看谁还能逼活这小子！狂妄自大，鼠目寸光。白少，我们先去商讨合作事宜。青鸾、玉溪小姐，和府赏月1、2，共同商讨天北区前景。如此甚好，届时我们就看看天南区到底会有什么乐子看，会不会有某人所说的项目开发？时辰有些晚了，下次吧。青鸾，我看叶先生不像是空口大话之人，说不定他有某些消息渠道呢。如今时间还充足，要不要考虑购置天南区的地皮？叶希，你太高看他了，他什么德行我一清二楚。龙武商会先投资天南区这种话，恐怕他连龙武商会是什么样的存在都不清楚。月溪似乎不认识叶昆仑，莫非那晚他们太过忘我？叶先生，稍等片刻，我去接个电话。月溪，在这等我。叶先生，我们又见面了。之前你走的匆忙，救命之恩还未来得及感谢。小事一桩，无需挂怀。我和他之间还有一层窗户纸，不知道知晓我的真正身份后会是何神态。叶先生，不知道你刚刚所说之事把握如何？龙武商会真的有意先开发天南区，而不是天北区？不错，此事不会有假。看在龙青鸾与你是闺蜜的面子，你可以转告他，此事千真万确。此刻悬崖勒马，立刻卖出天北区地皮，去购置天南区地皮，还能大赚一笔。如若不然，将会血本无归。但这一席话，在其他人耳边，应该都是些胡话。你那个闺蜜更是如此。想不到渊熙的面子在叶先生这里竟然这么值钱。不过渊熙相信叶先生的话。为什么？
你闺蜜可当我是一个江湖骗子，你竟然相信我？直觉，他不像空口大话之人，那份沉稳，我在同龄人中从未见过。傲雪，白家和战家合作了，你此番南下，不是和白君临谈的不错吗？怎么搞砸了，把他推向了战家？一旦我们上官家无缘入居天北区地皮，就彻底没机会和龙武商会合作了。你这是在胡闹！爷爷，我觉得龙武商会将要开发的地皮不在天北区，而在天南区。这不可能！龙武商会多次考察天北区，天南区根本没去过。你现在尽快抛售天南区地皮，不惜一切代价购置天北区。爷爷，相信我这一次，如果失败，我就回地京。傲雪，上次你杀沈清风犯了大错，这一次如果失败，你知道后果。我知道，我会嫁给那个人，但我相信他，我上官傲雪不会败。青鸾，白家和战家在江省合作了。是的，爷爷。战家那小子对你一直有意思，他是10大战神弟子，算得上人中之龙了。你感觉如何？战天龙是不错，但爷爷，我对他没兴趣。此事休提。我龙青鸾的男人是那日在武道大会上震惊群雄，无视威胁，当面诛杀东瀛战神之子的25岁武道宗师。也罢，你的眼光向来很高，我了解。那就等他做出些成绩，再看能否入你眼吧。上官傲雪，你选择了死路，和白家合作，你上官家还有一线生机。为了一个叶昆仑，你将自己送上绝路，现在做什么都晚了，你输定了。龙青鸾，也许你看走眼了呢。叶昆仑或许比你想象中更不寻常，他很能给人惊喜，说不定这次江省之争最后败的会是你。那我倒是很期待。月溪，走吧。叶先生，多谢相告，天色已晚，我就先走一步了。将剩下的资金全部增购天南区的地皮。今天让叶先生扫兴了，是傲雪之过，还望先生勿要介怀。上官小姐言重了，幸亏她邀约，才得遇曾老，获得那枚令牌。上官小姐，想不到你魄力如此之大，竟然直接将所有资金购置天南区地皮。难道你就这么相信我刚刚说的话？如果不是真的，你上官家可就血本无归了呀。血本无归就血本无归吧，难不成我真要应了白君临的话，赶叶先生离开？我上官傲雪可不是见利忘义之人，既然大局必败，不如孤注一掷，相信叶先生一回。毕竟叶先生这么多次可从来没有骗过傲雪呢。对了，叶先生，您的琴艺何时学得这般精湛？那1秒30音调如何弹奏而出？不知能否指教傲雪一二？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贵在融会贯通，心生取向。当时失传了很多古琴术，这是古代的一些练琴之法，效率远胜当今。既然上官小姐想学，那我就与你说道说道吧。青鸾，你要不再考虑考虑，最起码也要留些后手。倘若龙武商会真在天南区投资，届时天启集团可就亏大了。我看那叶先生不像空口大话之人。不可能，月溪，别因为这家伙凑巧救了你一次，你就以为他是人物了。他说龙武商会在天南区投资，龙武商会就在天南区投资了？难道他是乔文山不成？这家伙莫非是龙武商会的主人？想往哪儿撒钱就往哪儿撒钱不成？哼！走吧，不谈这些了。你刚来江省，我陪你到处逛逛。可惜没见到那位弹琴的高人，不然亲眼见识那等琴艺，也算不虚此行了。这倒是，不过刚刚在场的那些人好像都没谈论弹琴之人是谁，
仿佛早就知道。难道他们早就相识？白君临和上官傲雪等人应该都没有如此水平的情谊。该不会是叶先生吧？月溪，你能不能别闹了？那家伙要是能弹奏出来那等琴艺，以后我龙千鸾就在他身边端茶递水听曲儿，从此当丫鬟又何妨？那等水平琴艺，没有数十年积淀，怎么可能学得下来？你我从小学琴，尚且都无法做到，他可以，想来是哪一位高人先一步离开了，下次应该还会再听到这等琴艺的。昆仑啊，这次苏家渡过难关，全靠你和上官小姐，加上先前救我这老骨头，苏家欠你大人情。此子不死，苏家大权与我无缘，看来必须尽快联系那个人了。老爷子言重了，我和晴儿关系匪浅，这些都是分内之事。原本以为这把老骨头活不长了，没想到上天不收啊！昆仑，有一件事，关于你父母死因的。你消失5年，有了非凡蜕变，有些事情应该让你知道了。老爷子请讲。叶家覆灭那晚，我见到了楚天行的身影。楚天行，没想到是他。多谢老爷子。你和苏家之间不必言谢，如今楚天行多半已知你未死，你在明处，他恐怕不会轻易动手，但务必小心，不可鲁莽。老爷子放心，我自有分寸。帝京楚家果然没那么简单。昆仑哥哥，上官小姐跟你什么关系啊？我救过他爷爷的性命，也帮了上官家大忙。昆仑哥哥，如果你想要，晴儿可以给你。不急，好好睡觉。龙血为炼化，此事不能随意。昆仑哥哥，你真坏！少主，楚天行下落查得如何？属下无能。楚天行行踪隐秘，常年闭关，想查到他，除非江省有特大活动。一旦发现，立刻通知我。另外，龙武商会是否准备投资天北区？是的，少主。天北区最繁华，正与九盛、天启、万宏集团合作，改投天南区，与上官家合作。待会儿发布会宣布。少主竟垂青上公家，看来上公家得了天大机缘。龙武商会的投资重心全部放到天南区，万宏集团暂时不用管，让它慢慢垮。山上，九盛集团已掌控天北区大部分地皮，与龙武商会合作，稳了。上官傲雪那女人还没来，我倒要看看她拒绝我，选择叶昆仑，是多么蠢的决定。她一定会来的，等着看她和叶昆仑的笑话吧。月溪，好久不见，来江省怎么也不说一声？楚远，3星而已，不麻烦了。龙将军，不如我们2家合作，对抗九盛、天启7、万宏3，如何？楚远为了月溪，竟舍得如此让利。上官傲雪，你还真敢来！购置天南区地皮是来丢脸的吗？叶先生，上官小姐，这小子竟还活着，还敢接近月溪！叶昆仑竟惹了这么多帝京世家，
各位来宾，欢迎参加龙武商会的发布会。我们对江省的发展一直抱有浓厚兴趣。上官小姐，不紧张？傲雪，相信叶先生。我将宣布龙武商会即将投资发展的地区。叶先生，我相信你。诸位，龙武商会接下来要选择投资的地方是天南区。这怎么可能？龙武商会怎么会选择投资天南区？不可能！该死，为什么会这样？天南区和天北区比起来，就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龙武商会怎么会这么选择？真让那小子说中了，但这又怎么可能？他怎么会知道龙武商会的内幕？我父亲晋升武道宗师了。为什么？这不符合龙武商会的利益。赌对了，叶先生果然知晓内幕。叶先生到底和龙武商会有什么关系？叶先生，你怎么会知道龙武商会投资的地方是在天南区？很简单，因为我是龙武商会的会长。我说龙武商会在天南投资，自然就在天南区投资了。叶先生又打趣傲雪了。哼，说大话你也不怕闪了舌头？这一次你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猜对了龙武商会投资的地方而已，竟然也敢说自己是龙武商会会长，也不怕贻笑大方。我们走。上官傲雪，这一次只是开始，后面的相争才是真正的戏码。下一次，你不会有这么好运了。叶先生果然料事如神，云溪佩服，告辞。叶先生，你知道他是谁吗？知道。我对不起他，如果必要，还是不要让他知道我身份了，就当我是一个死去的人吧。叶先生，这一次我上官家能和龙武商会取得合作，叶先生功不可没。如此大恩，真不知道让傲雪如何相还呢？那就以身相许吧。开玩笑而已。叶先生真是讨厌。叶先生，这一次你对傲雪有大恩，我上官集团在江省的股份，我决定分你一半。上官小姐是在开玩笑吧？不，倘若没有叶先生的告知，傲雪没有这个魄力去购置天南区的地皮。上官集团在江省能取得如此成就，和叶先生脱不了干系。叶先生如若再推脱，那就是看不起傲雪了。这好吧。看来以后自己要帮助对方登上江省第一集团了，不然也太对不起他这份心意了。这小子竟然真的得了上官傲雪的垂青，上官家的一半股份。原来是攀附上官傲雪，就是为了吃软饭，烂泥扶不上墙，愚昧的女人。青鸾，我倒是觉得叶先生可能有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上官小姐此举，可能是想将自己和叶先生绑在一起。不可能，这小子在我面前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他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侥幸猜对了而已。唉，好吧。
叶先生，那我就先去处理一些事宜了，晚些时候再联系。苏家方面的事情我已经安排人去处理了。你就是叶昆仑，是楚远，帝京楚家少主，万宏集团的负责人。我来此，只是想警告你一句，离岳西远一点，他不是你能够攀附的。帝京楚家人，原本就准备清算万宏集团，既然楚远送上门来，那我便让他楚家在江上的投资全部打水漂。喂，苏晴。叶昆仑，想要苏晴活命，就来城南郊区。秦燕，怎么样，安排好了吗？那小子也是一位武道高手，这一次一定要让他死在这里。这小畜生不死，我弟弟永远无法瞑目。小姐放心，根据我们的打探，那小子最多不过单进小宗师，我们有4位刚进小宗师，镇杀他易如反掌。此子不死，往后必是大患。好，很好。待会儿你们将那小畜生废了，把那几个乞丐给我拉过来，把这些药丸给他们服下。我要让那小畜生看着苏晴被这些乞丐凌辱，我要他看着心爱的女人被如何千般折磨，我要看他绝望无比的神情。贱人，事到如今，你还觉得有资格和我谈条件？把他嘴给我封上，免得他咬舌自尽。好，很好，苏晴，你这个贱人，给我上！这个女人现在是你们的了。昆仑哥哥，秦家有武道宗师，他来是送死。叶昆仑，你终于来了，让你亲眼看着苏晴怎么和乞丐快活。快废了他手脚，留口气，我要他受尽折磨而死。遵命。小子，得罪秦家，家主已是宗师，上官家也保不住你。你的境界，不可能！你是刚进大宗师。小姐快走！你不能杀我！我爹已经突破武道宗师了，你得罪不起武道宗师的。杀了你太便宜了。你这个疯子！上路吧。没事了。昆仑哥哥，你快逃！秦真剑是宗师，他不会放过你的。傻丫头，他是宗师，我就不是吗？我已是宗师1年了。你是武道宗师？不错，风来。这就是宗师力量。现在相信了吧？那秦震剑，我还不放在眼中。昆仑哥哥藏得真深。武道宗师也有强弱之分，我已卡在瓶颈太久，需寻机突破。龙血淬体若能炼化，实力定能翻倍。喂，皓雪。叶先生，你有空吗？
国际能源大亨马哈茂德来江省了，他手中的能源合作对我们至关重要。他此行是为寻大夏名医给老父亲治病，楚远已经请来了药门神医，我们不能让他们抢走机会。哦，现在有空，约个地方吧，我们待会儿见。楚远，既然你急着送上门，我便让你楚家在江省血本无归。叶先生，我已将上官集团更名为叶上集团，取你我姓氏之和。为何？因为叶上集团的成就是我们共同努力所得。作为创始人，叶先生理应署名。且在我傲雪之前，傲雪知道叶先生一直想夺回帝京叶家的一切，那便让叶上集团成为您的基石。傲雪和上官家将是叶先生最忠实的后盾。你有心了，我保证，叶上集团将会成为整个大夏最耀眼的存在。傲雪相信叶先生。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进去吧。那位大亨父亲的病症很奇怪，但傲雪相信叶先生一定有办法。上官傲雪，你倒是来得快，想必你也想为马哈茂德先生的父亲看病吧？其这份功劳，只有我楚远能胜任。龙将军，此次过后，我万宏集团必将获得马哈茂德先生的合作，届时我们两大集团便可强强联合。希望如此。龙将军尽管放心，这位是药门严玄虎长老，隐世多年，医术已达出神入化之境，若连他都治不好，那世间便无人能治了。楚远，说话别太满，你请的名医和我请的不一定谁的医术更高呢。上官小姐此话倒是让老夫好奇。放眼整个药门，老夫严玄虎的医术亦属前3。既然你说有高人医术胜过老夫，不妨让他现身1、2，也让老夫见识见识。他请的神医是我。叶昆仑啊，叶昆仑，你也太会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就你也敢在严老面前自称神医？在严玄虎面前自称神医，真是自取其辱。哪里来的毛头小子？如此年纪，恐怕连望闻问切4绝要义都不相通，竟然也胆敢如此大言不惭。上官小姐身为帝京上官家的传人，你让人很失望啊。天老，事不宜迟，我们就先进去吧。待会儿要是延误了病情，可就些麻烦了。想不到楚远竟然请的这么一位人物出马，这一次倒是有些悬了。放宽心，事到如今，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几位欢迎光临，听说你们请来了大夏神医，不知道是哪位？马哈茂德先生，这位是我大夏药门的隐世神医严老，在整个药门医术排行之中，足以排进前3之列。原来是药门神医，久仰大名。还请神医救一下我父亲，事后定有重谢。我只能说看看，具体情况还得见到令父的病症再说，带我去看看吧。上官小姐，不知你请来的神医何在？马哈茂德先生，上官小姐请的神医就在你的眼前，此人口气不是一般的大，还自称神医呢，连严老这种人物都不放在眼里。上官小姐，刚刚楚先生说的是否为真？如若是真的，那么我希望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怎么还未见我施展医术，就断定我是江湖骗子？难道不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之言？今天如若令夫的病症我治不好，那么普天之下将没人能看得好。上官小姐，如若这家伙是你前来坑蒙拐骗的，那就别怪我马哈茂德无情了。从此以后，不会再与你的叶上集团有任何的合作。马哈茂德先生放心，我有这个自信。诸位随我来吧。这便是我父亲，他昏迷到现在已经足足3个月了。照这副样子下去，能否再活1个月都是问题。几位，我已经寻遍了各种名医，谁若救活我父亲，那将会是我马哈茂德家族的恩人，定有重谢。这事难证，难证。不过我来试试吧。难怪寻遍这么多名医都无法解决，这可不仅仅关乎到了寻常的病理范畴了。
不过倒也不难。严神医，我父亲他……令尊的病症复杂，但我已理清大体脉络。他有先天隐疾，经脉受损，抑制血流堵塞，头部也曾受创，会导致脑溢血昏迷。这些尚能解决，最棘手的是他体内阴阳失衡，气血似被吸走。这般症状，老夫行医多年，闻所未闻。我只能尽力一试，能否苏醒，全看造化。严神医尽管施救，无论成败，这份恩情我马哈茂德铭记在心。不愧是药门严老，果然非同凡响。严老医术令人折服。九针用来解决经脉堵塞和脑溢血确实有效，但这并非根本。去，父亲，他醒了。严神医，我父亲他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经脉堵塞和脑溢血虽暂时解决，但那导致气血亏损的病根未除，很快便会复发无治。难道真的无力回天了？严老尽力了。马哈茂德先生，人死不能复生，不如让我来试试。小辈，这不是胡闹。这位患者病症复杂，强行施针恐有性命之忧。哼，叶昆仑，别以为严老治不好，你就能趁机哗众取宠，这不是给你脸上贴金的地方。狂妄自大。我相信叶先生。什么？同时遇13针，而且全扎在死穴。13针？这怎么可能？竟能同时施展这么多针？如此手法，闻所未闻。叶先生，父亲他醒了。叶先生，您真是神医呀！已无大碍，只需静养。不过有些事情，我需要与你单独说说。是，诸位请先移步大厅，我和叶先生有要事相商。叶先生，请问您想说什么？令尊的病症并非寻常，他中了降头术，而且施术之人极有可能是你身边亲近之人。降头术，亲近之人？此术非一朝一夕能成，需在毫无防备下长期施加。现在已解除，但他日后恢复期间需注意防范。多谢叶先生提点，我明白了。既然令尊已经安康，那么关于叶上财团与你们财团的合作，叶先生，您对家父有救命之恩，我自当全力促成合作。但就在不久前，帝京楚家已与我们家族达成意向，约定在大夏的合作优先选择他们。家族的决策并非我一人说了算。帝京楚家，楚家背后有大夏10大战神之一作为倚仗，家族高层对此极为看重。叶先生，我愿奉上10亿现金以表谢意，但合作之事实属无奈。是吗？那这张东西能否让你们家族改变主意？这是天竺神庭至尊白金卡。叶先生，您与天竺神女是何关系？他是我二师尊。二师尊？叶先生，我这就联系家族，取消与帝京楚家的一切合作。上官小姐的叶上集团将是我们财团在大夏的唯一合作伙伴。龙将军，看来您无需为合作之事担忧了。此话怎讲？我刚刚得到家族消息，我楚家早已与马哈茂德背后的财团达成协议，他们在大夏的合作唯我楚家莫属。家族之所以未告知我，不过是想磨砺一番。上官傲雪，你以为那小子医术精湛，便能为你力挽狂澜？可惜啊，你赌错了。就算他能救活马哈茂德的父亲，也改变不了合作归属。上官小姐，马哈德茂财团看中的是楚家背后的背景和人脉，区区一个江湖郎中，纵有医术，又怎能与战神之力抗衡？先别得意，事情还未到最后。马哈茂德先生最后会和谁合作，可不一定。诸位，十分感谢今天能来此为我父亲诊病。如今我父亲已无大碍，恢复只是时间问题。马哈茂德先生，
既然您父亲的病症已经康复，不知合作的事情。上官傲雪，我刚刚所说之话，你莫非以为还有假不成？虽说你们今天对马哈茂德先生有大帮助，但是和马哈茂德先生在江省能够合作的，只有我万红集团。这是我楚家和马哈茂德先生背后财团已经谈好的事情，不可能改变。您说是吧，马哈茂德先生？上官小姐放心，我马哈茂德的家族投资来江省，只会和您的叶尚集团合作。我已经让人拟定了合作意向书，待会儿就会送上。马哈茂德先生，您这是忘记了我楚家早就和您家族财团谈好合作的事情吗？我们家族财团已经决定和楚家断绝一切合作了。从今天开始，上官小姐的叶尚集团就是我马哈茂德家族财团在大夏唯一的合作伙伴。这怎么可能？龙青鸾，看来这一次你又失算了。上官傲雪，我们来日方长，向某人投机取巧获得一时的优势，算不得什么。都是因为这家伙的出现，局面才会如此逆转。这一次万红集团失去良机，都是因为叶昆仑。看来得找天行叔叔出面了，让他将这小子弄死。如何比楚天行出面？没有谁比楚远更合适了。真是英雄出少年呐！我严玄狐活了大半辈子，如今才知道什么叫做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小友之医术，老朽佩服，不知如何称呼。叶昆仑，不知小友能否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小事一桩，田老师医术也是堪称妙手回春。单是刚才的九针之术，这世间能够施展如此水准的，屈指可数，晚辈佩服。上官小姐，我们去谈谈合作的具体事项吧。叶先生，我们一起吧。你去就可以，我接个电话。乔老，如何了？少主，您安排找的那些药材，这几天我动用了龙武商会的人脉渠道去找，但也仅仅找到了3味药材，还差2味未找到，分别是万年雪莲、阴虚草。属下已经有了相关线索，只不过想要获取的话有些麻烦，属于有钱也无法买的情况。万年雪莲在江省琴艺协会会长张老手中，他视若珍宝，不为金钱所动。不过最近江省棋艺协会被东瀛棋艺协会打脸，张老放出话，谁能在明日的古琴大比中赢过东瀛，就答应对方一个力所能及的条件。不用了，我届时亲自参加即可。另外的阴虚草在哪里？阴虚草的下落，根据属下的调查，其应该在药门宝库之中，但药门一向不给人面子，想要获得宝库的东西，恐怕难如登天啊。我知道了，事情办妥了。乔文山效力不错。叶先生，你到底和马哈茂德谈了些什么？给了他什么好处？顺利吗？简直太顺利了！他竟然愿意和我们7-3分成。我们叶尚集团战期，而且还和帝京楚家取消了一切合作，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没什么，只是给了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而已。叶先生可真是深藏不露呢，龙青鸾恐怕会后悔吧。毕竟以叶先生和他相识的程度，他当初要是早点拉你入伙，多半不会拒绝。他这个人一向自视清高，又怎么会看得起我叶昆仑呢？我还有些事情，就先走一步了。回头有任何需要，再联系我即可。傲雪也刚好要回叶尚集团处理一些事务。叶先生，回见。叶先生，请。乔会长。上官小姐，回见。长老，这位是叶少，是我请来代表江省棋艺协会之人。哦，乔会长如此推崇，想来这位小友琴艺的确不俗了。不过
想要明天替江省琴艺协会出战，可得让我亲自过过眼才行。不知小友有无兴趣展露一下水平？没问题。竟然能够将广陵散的意境如此弹出，1秒20音调，此子堪称天才。不知我的水平能否让张老满意？满意，太满意了！有你参加明天的琴艺大比，定然能够将东瀛那群宵小打脸。张老先别急，晚辈参赛没有问题，不过有一个要求，一旦晚辈代表江省琴艺协会获胜之后，还望张老赠予一物。哦，是什么东西？晚辈一旦获胜，只求一物，那便是万年雪莲。此物为东瀛方面提出要求，是这一次和东瀛琴艺协会大比最后胜者的奖品之一。倘若你明天能够代表江省琴艺协会获胜，那么此物自然归你。还有此事？不知东瀛方面提供了什么东西作为最后的彩头？熔岩果。张老放心，明天和东瀛方面的琴艺大比，我定然会去参加。叶先生，想不到在这儿竟然也能遇到月溪小姐。叶溪对于音律方面颇为感兴趣，因此这一次的大比并不想错过。想来叶先生也是如此吧？不如我们一起进去如何？我其实是代表江省琴艺协会参赛的。月溪小姐，我就先走一步了。啊，参赛？叶先生莫非在琴艺上面也有所造诣？月溪，你果然也来了，想来这次琴艺大会你不会错过。楚远，我记得你对于琴艺一向不怎么感兴趣的，怎么这一次也想来观看这次大比了？还不是为了月溪你啊！我清楚你对琴艺感兴趣，因此最近空闲下来都会去研习一二。此番这次琴艺大比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自然也不会错过。时间不早了，我们该进去了。月溪，你越是这般高傲清冷，便越是勾起我的兴趣。你是我楚远的女人，谁也抢不走。诸位，我是东瀛的佐藤流木，来自东瀛琴艺世家佐藤家族。听闻大夏琴艺发展源远流长，此番特地前来江省讨教一番。先前江省琴艺协会已经连败了几场，这一场弹奏大夏10大古曲的比试，希望大夏的年轻才俊不要让我失望。1秒20音调，此子大不凡啊！怪不得如此狂妄，这般年纪能够做到如此音律造诣的，说是100年难遇的天才也不为过。怎么，江省还不派出人来参赛吗？莫非江省上下没一个年轻人敢出面和我佐藤流木比试？哼，我看这所谓的大夏10大古曲都是源自我们东瀛吧，不然你们怎么没有一个年轻人敢上来弹奏一曲？哎，是在无能狂怒吗？泱泱大夏，莫非找到一个和我佐藤流木水平相当的人都没有？哼，这小子好生狂妄，区区东瀛宵小也胆敢在我大夏面前大放厥词。如若我早些年学习琴艺，又怎会让此子这般得意？呵呵呵，好生狂妄！既然如此不将我佐藤流木放在眼里，阁下不妨上台来露一手。哼，我可没什么兴趣。想不到大夏的年轻人都是这般口出狂言的无能之辈。区东瀛小辈偷取得一些大夏古琴传承研习，就敢跳出来如此狂妄啊！叶先生，叶先生终于来了。既然他肯上台，想来定然是有所把握了。这东瀛的佐藤流木太过狂妄，我很期待叶先生能够打脸他。
叶昆仑，我明白了，这小子是想要在月溪面前出些风头，以此来俘获他的芳心。不过最终也只是自取其辱罢了。月溪，你就别对这小子抱有什么期待了。我敢肯定，待会儿他就会像跳梁小丑一般灰溜溜的下台。这可不一定。那我们接下来看即可。是这小子，没有错。根据我们的情报调查，这小子就是杀了我们东瀛大使，坏了我们准备暗杀龙青鸾大师之人。后面派出的杀戮之王等杀手，也全部了无音讯。如今看来，多半已遭到他的毒手了。不急，等今天大会过后，再找个机会弄死这小子。他是昔日那对夫妇的后代，因此他必须死。关于何人杀了富田次郎、藤野一郎那几人的凶手了没有？禀报中村将军，属下无能，并没有。那个25岁的武道宗师，我定会找到他。多得了一时，多不了一世。不过在那之前，先解决这个叶昆仑。小子，你是来自取其辱的吗？学得一二，竟也胆敢傲视天下，真可谓鼠目寸光。今日我便让你看看，是谁自取其辱。不可能，1秒30音调，这世间怎能有人做到如此水准？1秒30音调，老夫自叹不如啊！那是江林阁的琴声，果然是叶先生。我这小畜生，贱人，老子哪点比不上他？等生米煮成熟饭，看你还如何反抗！这小子又坏我东瀛好事儿。将军，熔岩果和万年雪莲，他活不了多久了，我会亲自结果他，到时候宝物都还是我东瀛的。叶小友深藏不露，今日老头子我开了眼界。这2件东西收下吧。多谢长老。叶先生，你藏得真深。那日江林阁的汉宫秋月，月溪至今难忘。一些雅兴，上不得台面。叶昆仑，先让你得意2天，等我叔父出关，你必死无疑。叶先生，月溪愚钝，不知您是否有空指点1二？没问题，这文化馆有古琴，你我便去那里相谈。啊，失传的古琴术竟如此复杂。叶先生精通此道，真是大开眼界，多谢指点。小事一桩，不足挂齿。多谢指点，叶先生心性之洒脱，月溪佩服。时间不早了，月溪就先行告辞了，我们有缘再见。月溪小姐要离开江上，出来有些时间了，该回去了。有时间叶先生来替京，月溪定尽一下朋友之谊。也许这是此生最后一次相见了。叶小友，严老，晚辈有一事相询，不知能否告知一二？竟然还有能够让叶小友不解之事，老朽只要有所知晓，定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阁下跟了这么久，没必要继续藏着掖着了吧？大不凡，你大不凡呐，比我想象之中更要藏得深，难怪杀戮之王这些人全部都死在了你的手里。武道宗师，东瀛人，小子，你眼界的确不俗，竟然能够一眼看出我是东瀛人，敢杀我东瀛大使，屡次坏我东瀛好事儿，你罪该万死！你这条命早就该没了。今天我就亲自送你上路，杀你者
中村佑刀，亚洲武道宗师榜排行97者。亚洲武道宗师榜第97的人物们，就让我叶昆仑来看看，这等级别的人物战力如何吧。这怎么可能？你竟然是武道宗师！是你就是那位25岁的武道宗师，杀了富田次郎、藤野一郎等我东瀛诸多年轻人之人。看来你的眼光还是不错的嘛。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正到处找你，准备将你碎尸万段。你以为成为武道宗师之后便能够天下无敌了吗？武道宗师之境亦有强弱，你纵然天赋不足，但不用多想，踏入武道宗师也没多久，和我这位踏入10几年的武道宗师一战，必死无疑。今天谁也救不了你。我这一拳足有15000军之力，你如何挡？那我这一拳，你又如何挡？找死！刚刚踏入武道宗师之境没2年，和我这位踏入10几年的武道宗师硬拼全力，你必定经脉寸断。当年之事过后，我说过，不要再联系我。不然等待你的唯有在人间蒸发，难道你忘了吗？叶少，实在是事出有因，事关当年之事，我才联系您。不然，就算给我100个胆子，我都不敢忤逆昔日您说的话呀。说吧，什么事？叶昆仑回来了。叶少，我之所言，千真万确。那小子杀了我儿子，而且在南陵闹出了不小风波，甚至连南陵战王麾下的王督军都被他杀了。他不仅没死，如今还成为一位武道高手归来。现在他的靠山是帝京上官家，和上官傲雪关系匪浅。他杀了秦南，江省秦家都对他无可奈何。叶少，我也是束手无措了，才想起联系您，想要让您来解决此事。先天残命，活不过20岁的病症，竟然都被他熬过来了。跳海自尽都没能够要得了他的性命。放心，叶昆仑活不了多久了。不过你当年办事不力，也没有必要再留在世上了。关于昔日之事，越少人知道越好。叶少，我对天发誓，昔日之事绝对不会对外人袒露的。这世间只有死人才会守住秘密。叶昆仑，你明明已经是一个死人了，为何又想要回来重新掀起风雨？既然如此，那我叶天轩便亲自送你上路吧。帝京叶家只有一个继承人，那就是我叶天轩。叶小友，你可算来了。严老，
晚辈履行约定，还望药门不要爽约。叶小友放心，阴虚草已备好，就算今天比试有变，也会送上，全当交个朋友。这是？正是阴虚草，早些给你也无妨，药门信得过你。只待比试结束，莫忘与我药门门主一见。多谢严老，药门之约，晚辈不会忘。五阴丹材料齐备，再配合熔烟果，实力定能突飞猛进。上次与中村佑刀一战，我约莫亚洲武道宗师榜前70，炼化后必入前50。好，时间不早，我们前往医术大比之地吧。严老，医术大比具体比什么？望闻问切以及治病之术，对你而言小事一桩。严老，你们药门再找不出年轻一代，就得承认大夏医术不如西方了。西方医界数百年，竟敢在我大夏1000年医术面前夸海口，莫非忘了10年前如何落败？这位叶小友便是今日代表我药门比试之人。哈哈，那我们便瞧瞧，严老选中之人有何能耐。这位是我们代表团的参赛人员，维尼小姐。玲珑体，想不到万中无一的玲珑体，竟在这里遇见。这是绝佳的女顶体质，能助武者精进。但我无需此道。这位先生你好，维尼、维拉维尔，望指教。你好，望指教。各位来宾，本次医术大比共分2轮，第一轮诊断环节，考察诊断速度与准确率，总占比50%；第二轮治疗环节，考察医术高低，亦占50%。为了公平起见，双方诊断结果需书写于笔记本，由专人宣读。甚好。他根本没认真，这是胡闹。啊！3秒钟诊断，这怎么可能？严老，怕是找错人了。这位先生，你这是将大比当儿戏吗？怎能如此随意，对患者不负责？维尼小姐何出此言？我已诊断完毕，何来随意？哼，待会我们就看谁的诊断是正确的。严老，现在可以公布结果了吧？公布答案。维尼小姐，请你先公布。好的。这位先生，到你了。这怎么可能？你好厉害，维尼佩服。这位先生，本次比试维尼败了，我们西方医界年轻一代甘拜下风。下一项也无需比试了。不过维尼想长长见识，不知先生能否在此坐诊治病，让维尼开开眼界。既然维尼小姐感兴趣，那我就献丑了。
这位先生真是厉害，若非亲眼所见，维尼真不相信大侠的针灸之术竟能做到如此地步。大功告成。先生如何称呼？叶昆仑。叶先生，维尼受教了，不知叶先生是否方便留下一个联系方式？维尼想在闲暇时请教先生呀。联系方式就不必了，有缘再见。真是有意思的男人。叶小友，今日真是让老头子我开了眼界呀！言老言重了，不知药门门主何时与我一见？叶小友莫急，待门主想见你之时，自会前来。是时候炼制五银丹了。少主，发现楚远的行踪有些不对劲，他调集不少武道保镖，地点在君豪山庄，现在已将君豪山庄封锁。根据属下猜测，楚天行很可能就在此处。楚远此番大概率是去面见他。哦，楚远总算是忍不住了。接下来的事交给我处理。炼丹不急于一时，先请去楚天行问清当年之事。准备好了吗？楚少放心，君豪山庄已全面封锁，入内者无处可逃。一句话，这里信号全无。好，很好。接下来是时候上演一出戏码了。楚远，你那话什么意思？和我刚刚发给你的消息一样，月溪，这人可是你的熟人，我保证你看到他会惊掉自己下巴的。月溪啊月溪，你为什么非要逼我使用非常规手段呢？不过无伤大雅，今天过后，我便让你知道叶昆仑的真实面目，同时让你成为我楚远的女人。什么意思？楚远，今天你如若不和我好好解释那句话的意思，我沈月溪此生都不会再见你一面。月溪放心，答案马上揭晓，跟我来就是了。那个人是谁？你一看便知。楚远，人呢？月溪，别着急，我们喝杯茶，再慢慢聊。楚远，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孤男寡女，你说我还能干什么？现在整个君豪山庄都被我屏蔽了信号，你是无法向外求援的。就算你有心求救于龙青鸾，也是无济于事。省了这份心吧，今夜就是你我的良辰美景，这一天我楚远等得太久了。你竟然骗我！楚远，楚家和沈家可是世交，你疯了吗？你就不怕沈家的报复？正因为是世交，所以今晚即便我使用非常规手段得到了你，沈家也不会怪罪什么。毕竟本来没有当年那场意外，你我本就该联姻，你早该成为我的女人了。月溪，你放心，我不会对你使用强迫手段的。你有没有发现周围的空气有些不对劲呢？你身体的温度在升高，已经开始有些口干舌燥的感觉了。你这个畜生！骂吧，现在你骂我是畜生，待会儿恐怕就要求我这个禽兽了。说，楚少，监控发现叶昆仑在山庄入口处。小畜生，你来的正好，接下来我可有一场好戏要让你观看。月溪啊月溪，
想不到你这么心心念念你的那位叶先生来这里赴约，竟然不通知龙青鸾，也要通知他前来。看来这小畜生在你心中的位置的确很重要啊。不过他来的正好，待会儿我将他手脚废掉后，再让他好好看看我是怎么宠幸你的。通知下去，放这小子过来，任何人都不要阻拦。不对劲，有一股熟悉的气息。这是沈月溪，这是迷幻香薰。楚远，你在找死！小畜生，你来的正好。上，将这小畜生的手脚给我断了，留他一口气在。这怎么可能啊！姓叶的，你的确超乎我的想象，但现在这女人在我手里，你又能奈我何？放了她，我承诺可以给你一条生路。姓叶的，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想要我放了她，其实也很简单，你将这枚丹药服下，我就放了他。这是7绝丹，用7种无解的气毒炼制而成，世间无解。一旦服下，7分钟之内5脏6腑将化为血水，必死无疑。没错，姓叶的，为了5年前和这女人那一夜，你甘愿来此，看来也是一个痴情种。不知道有没有胆量服下这枚7绝丹？如若你服下，我就放了他。你竟然是你为什么骗我？你明明还活着，为什么还要骗我？对不起，我没有袒露身份，只是不想让你记起5年前的事情。楚远，我怎么知道你说的话是真是假？倘若我服下之后，你不放了月溪的，叶昆仑，你别无选择。希望你记得自己所说之话。你为什么？你不知道服下他会死吗？因为我不想你死在我面前。5年前，我亏欠你太多，就当是赎罪了。月溪，原本想用叶先生这个身份与你相识，可惜事与愿违。你这个混蛋！你死了就能赎罪吗？你欠我的永远也还不完，我不允许你死！真是给我上演了一出苦命鸳鸯的好戏呀！叶昆仑，放心，我会替你好好疼爱月溪的。现在，我就亲自送你上路，以免夜长梦多。为了让你上钩，可真是不简单呢。这不可能！你不能杀我！我是帝京楚家少主，我父亲是武道宗师。昔日为何要迫害南岭叶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南岭叶家。既然如此，那你就没有任何作用了。上路吧！你不得好死啊！我帝京楚家不会放过你的。我刚刚……无碍，你身上的迷幻香薰已清除掉了。刚刚事出有因，我为让楚远放松警惕，才出此下策。你别往心里去。你这个混蛋，为什么要骗我？那点孔明灯，你明明知道。一次太过凑巧，原本以为那晚后，此生恐怕再不会与你相见。但世事弄人，你我屡次碰面。叶先生这个身份，对你我都好。往事随风而去，
就不必再回忆起了。从此以后，你我就当是陌生人吧。哼，想得美！你这个混蛋欠我沈月溪的，永远也还不清。你到时候能来帝京找我吗？1个月后，我可能要被家族逼着嫁人了。你不怕吗？我可能要嫁的人，身份比这楚远还要尊贵，寻常的武道宗师在他面前都得低下半颗头颅。你就不怕为自己引来杀身之祸？这世间无人可以强迫你做任何事，这是我的承诺。有你这句话，心满意足了。刚刚那些话就当我没说过吧。楚远死了，帝京楚家不会善罢甘休，你小心，该返回帝京了。要走了吗？该返回帝京了。1个月后，我会去帝京。我说过的话，不会收回。楚天行未寻，波折返生。该回南岭试庭炼丹了。帝京之战，实力还不够。丹成，是时候服下，看阴阳调和之后，龙血能炼化到何等程度。好霸道的力量，这就是龙血吗？仅炼化一部分，就有如此效果。丹田倍增，内劲波及400米，一拳4万斤距离。龙血太狂暴了，需要再寻找别的炼化之法。上官傲雪，情况棘手，九盛集团拉拢东瀛富田商会，注册100亿。富田商会要来江省了？没错，他们已与九盛签订合作。无需担心。西方财团无需再见，顺其自然。富田商会此番来江省，有多少钱，我便让他血本无归。叶先生疯了，莫非是龙武商会的意思？既然叶先生都这么说了，那么傲雪就不去管这些事情了。叶先生，我们准备去请一位金融管理领域的大师，江省的张老。他门生遍布金融界、管理界，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泰斗人物。你现在有空吗？要不和我一起去？张老，莫非是江省琴艺协会那位张老？叶先生，您竟然认得张仪张老吗？哈，也算是相识吧。待会儿我就陪你走一趟。没想到张老还有这层身份。倒也解释了上次他对金钱的淡漠。正好，上次帮过他，这次应该好开口了。没来迟吧？刚刚好，今天是江省金融管理界峰会，张老应该刚开完会，我们上去看看吧。这一次九盛集团、天启集团的人也来了。也不知道能否成功拉拢张老啊！毕竟叶上集团刚成立，资历尚浅。无妨，就算无法拉拢张老入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会人才济济，再不济，我的神庭至尊卡也能找到顶尖人才。也对，事到如今，走一步看一步吧。上官傲雪，想不到你也来了。不过这一次你来了。也改变不了什么，老张只会在天启集团和我九盛集团之间选择。上官傲雪，到哪都带着一个男人，是怕人不知道你离不开男人了。
这个男人可是你做梦都找不到的。叶先生，时候也差不多了，我们进去吧。晚辈龙青鸾见过长老，多年未见，您老将来身体可还安康？是青鸾啊，多年未见，都长这么大了。听说你如今都已经健康降心，后生可畏啊。晚辈战天龙见过长老。战家的长子，不错，听闻拜入了铁血战神门下，未来可期。长老，此番青鸾前来，实乃有不情之请。天启集团入驻江省已久，一直未能寻到人管理，晚辈斗胆想请长老出山，不知长老意下如何？长老，晚辈也有此意。九盛集团想要请您出山。长老，叶上集团也有意请您出山，还望您考虑一二。上官傲雪，你就别来凑热闹了。长老和龙家有渊源，而如今我九盛集团风头最盛，要选择也是在我和青鸾之间选，有你什么事？上官傲雪，你还真敢开口？长老是什么人物？会把医生的名誉赌在你这个刚成立的叶盛集团上，简直是笑话！自取其辱。长老，真的不考虑一下吗？叶小友，原来你也是叶盛集团的人。好，既然如此，上官小姐，老夫接受你的邀约了。什么？欢迎长老加入叶上集团。长老，我九盛集团有战家和白家支持，还与福田商会合作，这才是你大展拳脚的平台。不必了，老头子我现在就想做点有挑战的事儿。好，时间会证明您今天的决定是个天大的错误。长老，天启集团的条件任您提。青鸾呐，虽说我和你龙家有些渊源，但这次老夫心意已决。又是他，为什么每次胜券在握的时候都会被他搅局？龙青鸾，江省这个局，你龙家还是不要陷得太深，和楚家、万宏集团合作，只会让你血本无归。叶昆仑，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吗？就凭这点子运气，就敢妄言让帝京世家血本无归？你以为你是谁呀？言尽于此。我本以为你拉拢长老会稳重一些，没想到还是这么狂妄自大。我龙青鸾最讨厌口出狂言之辈。叶小友，老夫入驻可以，但有个条件。长老请讲。担任我江省琴艺协会的荣誉会长，如何？以后有人来踢馆，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原来是这样，那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原来如此，这家伙总能创造奇迹，或许他真的能带领叶上集团战胜大夏之巅。知道了。秦家主刚入宗师，杀气就如此之重，小心走火入魔。我一生儿女惨死，不将凶手千刀万剐，我这宗师之名就是个笑话。今晚南陵江，我必取他性命。此人实力不容小觑，恐怕已达1拳2万斤之力。你我二人联手，胜算也并不明朗。那又如何？我兄长1月后出关，届时再杀他不迟。现在我们不如先找个机会，把那个叶昆仑给弄死。秦兄，叶昆仑背后那人实力深不可测，还是等我兄长前来再做定夺更为稳妥。太晚了，杀子之仇我一刻也等不了。楚会长，今晚我有万全之策，定叫他命丧南陵江。此乃风力阵盘，内有天地奇物风力珠，一旦遇水，便可形成覆盖1000米的飓风力场。阵盘？你竟有这等奇物？没错，届时你我二人充当阵眼，便可调动江河之力，随意一击都有万钧之力。便是亚洲宗师榜前30的高手也能一战。事成之后，此阵盘你我共享。好，
秦兄有如此把握，我便陪你走一走。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敢在江省如此放肆。秦宗师40余岁便进入宗师之境，天赋异禀。这一战，我看好秦宗师获胜。哼，那是自然。他心怀杀子之恨，又主动约战，必是准备万全，拥有十足的把握。上官傲雪，你怎么不说话了？等秦宗师解决了对手，下一个就是你的叶昆仑了。杀子之仇，不共戴天。你觉得叶上集团能承受一位武道宗师的怒火吗？我早就说过，你会为你的选择付出代价。这一天已经来了。叶先生，这武道宗师之位，我们该如何破局？来了，那位神秘宗师来应战了。终于来了！不管你是谁，今日便是你的死期。是你，叶昆仑，你竟然是武道宗师！25岁，一个25岁的武道宗师，这怎么可能？此等妖孽闻所未闻，此子断不可留。你以为自己能与我一战吗？哼，小子，我承认你的确让我很意外。刚刚晋升宗师的我，或许不是你的对手，但这世间的胜负变数一向居多。幸好没听楚天行的，若真等1个月，这小子恐怕会更强。今天必须将他扼杀于此。就凭你一人？我一人自然不行。为了将你镇杀在江中，我可是准备齐全了。楚会长，该露面了。小畜生，果然是你杀了我侄儿楚远。今天我便亲自送你上路。大局已定，想不到秦家主还请来了一位宗师助阵，2打1，那小子必死无疑。看来今夜我们有幸要见证一位宗师的陨落了。江省何时出现了这么多位武道宗师？这赴约之人究竟是谁？2位宗师联手，这是必死之举。楚天行，你总算肯露面了，正好省得我再去找你。叶昆仑，你终究是不知道年轻气盛的代价。你以为我为何选在此地决战？起阵！小畜生，给我死来！阵法有点意思。什么？他竟然随手就破了3万斤的合力一击，此子的实力恐怕已能跻身亚洲宗师榜前30。继续攻击！我若阵法一脱，我就不信他内劲无穷无尽。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们亡。该死！10分钟了，他怎么一点力竭的迹象都没有？我们好像中计了，他是在消耗我们。热身结束了，现在轮到我了。邀我生死一战，现在想逃了，上路吧！不！昔日叶家灭门，谁是主使？说，我给你个痛快！是龙血战神，我只是负责清场。龙血战神。这怎么可能？以1敌2，破阵反杀，此人究竟是谁？战天龙、白君临，看来你们的猜测大错特错。哼，上官傲雪，别得意。2天后的商界峰会，我们9胜集团资金碾压，维拉威尔财团的合作，我们志在必得。幸运不会一直站在你那边，峰会上
你的叶上集团没有任何机会。不知叶先生现在如何了？叶先生，你没事吧？我刚刚一直联系不上你。刚处理些小事儿，手机没带。叶先生，你错过了天大的好戏。今晚南陵江上一位神秘的白衣宗师斩杀了秦振剑和另一位宗师，那场面简直太震撼了。哦，区区宗师之战也算大事。这可是能轰动整个大夏的大事。对了，叶先生，2天后就是江省商界峰会，九盛和天启集团都准备了100亿资金，您要和我一同参加吗？2天后吗？没问题。龙血战神，想不到父母失踪的真相竟然牵扯出这等人物。乔文山，给我查一个人，大夏10大战神之一，龙血战神，关于他的一切我都要。少主，您说要调查龙血战神？去他的狗命！少主，龙血战神身份崇高，无论是武神军还是龙武商会的力量都无法帮助您。大夏深处有武盟，这是更深层次的势力，龙血战神正是其中一员。武盟的很多人会反对，女武神是5位盟主之一，您无法调动她的力量。还有这等势力？是的，只有地精世家才知晓其中隐秘。放心，对付龙血战神，我不会调动任何背景力量。此人，我会亲自取他项上人头。少主不可马虎，和龙血战神这等人物，如非生死仇敌，实在没必要死磕，和解才是上策呀。我和龙血战神之间，血债要清算，没有和解余地。我现在实力亦能跻身亚洲武道宗师榜前10，过些时日还会增强，届时取他性命应该没什么问题。是属下多虑了。武盟之中，5位盟主实力如何？具体划分给我说说。武盟以5位盟主为尊，女武神仅5年便晋升盟主，被誉为最强武道天才。除了盟主，还有元老、长老，龙血战神便是长老。看来武盟强者如云。少主天赋异禀，又有女武神这层关系，他日入武盟是必然。和龙血战神的矛盾，届时再处理不迟。武盟招收约在1年之后。太迟了，我等不到那时候。武盟5位盟主，谁更强些？盟主实力难分高下，但晋升条件却是超越武道宗师的某个境界，具体属下也不知。大夏之中，应该还有不逊于武盟的势力吧？的确有，但属下不知。上官傲雪小姐或许知晓。楚家的背景就是龙血战神，这一次就先从楚家开始清算吧。叶先生，叶上集团
诸位，九盛集团已融资上百亿，背后有帝金白家和战家支持，并与富士商会取得非凡合作，欢迎大家合作。诸位，这一次我只是代表天虹集团做个简单介绍。他就是龙青鸾。是的。我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九盛和天虹集团虎视眈眈，维拉维尔财团的100亿投资，我们压力很大。辛苦了，交给我，就算他们拿了投资，也改变不了什么。哼，叶昆仑，吹牛也不怕闪了舌头。明眼人都看得出，你们叶上集团马上就要出局了。上官傲雪，把希望寄托在这种蠢货身上，真是可笑至极。维尼小姐，久仰大名。维尼小姐。叶先生，我们又见面了，这次你可躲不掉我了吧？上官小姐，待会儿合作的事情我们会在意，现在我想和叶先生谈些事情，不知你是否方便？维尼小姐请便。这女人身材、相貌、气质都堪称极品，她莫不是对叶先生有意思？你们先出去。叶先生，我们又见面了，不知维尼今天做的事情，叶先生是否满意？维拉维尔财团投资叶上集团，似乎不符合你们的规划，这是为何？不为什么，就为和叶先生交个朋友。财团的人可真有意思，花那么多钱，就为交个朋友。看来什么都瞒不过叶先生。实不相瞒，维尼的确有求于您，我对叶先生的医术十分佩服，不知叶先生是否愿意闲暇之余指点维尼一二，特别是那针灸之术，我想学得一二，回去救我爷爷一命。他只剩下1个月生命周期了。我所掌握的针灸之术，乃是严门绝学，不外传。叶先生，不过我可以亲自去帮你爷爷看病。叶先生，叶先生，你真的愿意前往吗？太感谢了。龙血在体，实力强大，但也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变化。对比你对叶上集团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过几天我便陪你一同前往。芬妮小姐，可以把手松开了。啊，维尼失态了，谢谢叶先生。叶先生，不知维尼能否请教你一些医术上的问题，例如那日你看病的速度为何这般快？你医术天赋不凡，资历尚浅，既然你想了解，我便与你讲一二。你以为获得维拉维尔财团的合作就能高枕无忧？维拉维尔就算将全部资金给叶上集团，也不过100亿。龙青鸾，这一次你似乎又猜错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上官家内部并非风平浪静。你现在无法从上官家调钱，他们是要收回叶昆仑的股份，让你上官家独资，而你不愿意。几天后便是天虹九盛集团上日的日子，你们叶上集团资金规模冲击上市只会被碾压，不上市也无法和2大集团比。届时你觉得还能靠叶昆仑的运气翻身吗？哼，你调查得很清楚，不过我就敢这么赌了，上官家那些老家伙迟早会后悔。哼，为了一个叶昆仑，赌上自己在上官家未来的前景，3天后的上市峰会，你会清楚你的决定到底多么愚蠢。叶昆仑那家伙我比你更了解，这一次他不会再复刻任何奇迹了。龙青鸾，谁是真正愚蠢的女人，这可还说不准。3天后上市，资金盘猛增，叶先生又该如何应对？难道真能调集龙武商会的500亿资金？那也太过天方夜谭了。不过以叶上集团现在的业务，加上维拉维尔的资金，就算不上市，稳住局面也不是难事。多谢叶先生，维尼受益匪浅。大夏医界传承数千年，果然名不虚传。举手之劳。叶先生，不知您何时有空，届时和维尼一同前往一趟海外呢？
3天之后，等叶尚集团在江省上市吧。3天后，好，我等叶先生。那维尼就先告辞了。叶先生，我还没有和上官小姐商讨合作的细节，维尼就先告辞了。好，届时再见。武道宗师之上，尚有境界。如今丹田一变，待炼化龙血，或许能窥探一二。南陵侍廷，麻烦你了。叶先生，你到底给维尼小姐灌了什么迷魂汤啊？维拉维尔财团竟然愿意注资100亿，合作分成还是7-3开，我们齐。2天来，维尼的让利着实令人意外。他有求于我帮他爷爷治病，对叶尚集团示好也是情理之中。原来如此，叶先生，今天叶尚集团冲击上市，我们前期工作已准备妥当，有龙武商会、马哈茂德财团、维拉维尔财团的合作，以及张老的金融团队，上市10拿9稳。只是想要和九盛、天虹争锋，资金盘还是少了，加上维尼小姐的注入，目前也才200亿左右。九盛和天虹都准备了450亿资金。抱歉，傲雪无能，我上官家的资金无法调集到江省，不然能缓解叶尚集团的压力。无碍，接下来交给我，我向你保证，今天的叶尚集团会震惊江省乃至大夏。好，我相信叶先生，叶先生从没让我失望过，我很期待他今天的后手。叶小友，上官小姐，上市发布会马上开始了，我们上去吧。依兰阁下放心，今天我们九盛集团有富田商会相助，定能上市即巅峰。天虹集团也难以与我们争锋。以帝京白家和战家的地位，我自然相信。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富田次郎之死，这笔账要你们大夏商界血债血偿。青鸾将军，这一次希望我们楚家和龙家合作愉快。楚远已死，这是我楚力出头的机会。与龙家合作，让天虹集团成为江省市值第1，我便有机会接近龙青鸾。希望如此吧。他竟然真的来了，难不成今天他还能上演奇迹？不可能！叶尚集团资金盘差了200-300亿，上官家又无法相助，他凭什么扭转大局？这只是他运气好侥幸罢了。我龙青鸾的眼光不会错。哼，青鸾将军，那便是叶昆仑。最近在江省闹的动静挺大，不过青鸾将军放心，这一次叶尚集团翻不起什么风浪，一个没有上官家帮助的叶尚集团也不过如此。叶先生，上官小姐。叶先生，上官小姐。马哈茂德先生，您对叶先生的态度有些过于恭敬了。马哈茂德先生的父亲曾得叶先生救治，这是他感恩之情。二位好，发布会即将开始，我们先行入座。二位，这边请。维尼小姐，你的眼光果然不凡，选中叶尚集团将是维拉维尔明智的投资。马哈茂德先生，九盛天虹2大集团实力强盛，叶尚集团此刻优势并不明显。有些事情并不止表面。叶先生，看来还有秘密。各位来宾，江省3大集团上市发布会正式开始。叶小友，上官小姐，目前看来，我们叶尚集团还需要筹备250亿，才能与九盛和天虹抗衡。伏访，你已有安排。首先公布九盛集团的最新数据。接下来，天虹集团，他们资金盘超预期，
我们现在需要300亿才能稳住局面，龙武商会会注资吗？情况棘手。现在公布，叶尚集团。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哼，愚蠢！叶尚集团自寻死路。狂妄自大，自食恶果。不用我出手，自己就崩塌了。难道真的会失败？龙武商会注资叶尚集团350亿。350亿，维拉维尔财团的投资投对了。叶先生，这后手可真是吓了傲雪一跳。叶小友深藏不露，这怎么可能？龙武商会怎么会？乔文山疯了吗？350亿，他凭什么？哼，龙武商会竟然也投资了，小小意外而已。二位无需担心，龙武商会只是小插曲。哼，龙武商会竟然也投资了，小小意外而已。二位无需担心，龙武商会只是小插曲。没想到龙武商会竟然入局，失算。上官傲雪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算拉的龙武商会投资，又能改变什么？静鸾将军，我这就给帝京楚家打电话，楚家先调150亿，冲到650亿。好。叶总，龙武商会决定再向叶尚集团注资150亿。乔文山疯了不成？龙武商会江省分会资金极限也就500亿，他竟然全部投了进去，这简直是送钱。一郎阁下放心，我战家此番直接注资350亿。我白家同样注资350亿。乔文山是个人行为，总部无关。我们现在要担心的只有九盛集团了。我楚家还能调动350亿，但这已是极限。没问题，我龙家之前已决定，此番同样注资350亿。我说过，帝京世家的纷争不是你能参与的。他们比我想象的更有魄力，我们资金盘还是差太多了。哎，此番叶尚集团必败。叶先生，你怎么一点都不担心啊？江省商界果然热闹。既然如此，我马哈茂德和背后的家族今日给叶尚集团注资700亿，维拉维尔财团向叶尚集团注资850亿。850亿，这……维尼小姐，惊喜还在继续。马哈茂德竟然将所有现金流都投进来了，难道叶昆仑真有？怎么可能？马哈茂德疯了吗？他到底想干什么？啊，这已经超出了。哼，区叶尚集团。哼，救命之恩吗？差不多了，该上场了。青鸾将军还有后手？那是当然，光凭龙家楚家不够。我帝京叶家向天弘集团注资300亿。叶天轩是冲着叶先生来的。帝京叶家有备而来啊！叶天轩，无妨。叶天轩的出现，对我而言，反而是惊喜。楚弟兄，青鸾，我没来晚吧？刚刚好。天轩兄别来无恙，有叶家相助，天弘集团志在必得。叶天轩，帝京叶家竟然也入局了。天弘集团又增加了300亿。情况不妙啊！二位放心，他帝京叶家能注资350亿，我富田商会也能。好魄力，富田一郎竟然投入600亿。我叶家还有200亿现金流，既然龙家、楚家都如此卖力，我叶家自然不能藏着掖着。看来九盛集团已经示好了。结束了，叶尚集团已经出局。哼，上官傲雪为了这个家伙
竟然与白家撕破脸，这女人眼光也不怎么样嘛。不，这不可能！该死！叶昆仑这小子还有后手，他凭什么能够获得这么多注资？这不合理！原本以为没戏了，结果资金盘冲破2000亿。叶盛集团现在楚家、龙家、叶家都没有什么现金流可以调动了，500亿现金流，这不合理！他从哪找来那么多现金的？花旗银行，地精叶家的入局是我最后的后手，没想到这个局面会被叶盛集团打破。这次我在江上是真的没有后手了。他地精叶家能注资300亿，我富田商会也能，立刻给九盛集团注资200亿。大局已定，我就不信叶盛集团还能招不到外来资金。九盛集团起飞，总比叶盛集团好得多。怎么会？石油、天然气竟然全都涨价，市场已经空了。玉兰阁下，发生何事？我们上当了。叶盛集团的背景是国际财团，他们联手做局，就是为了坑我富田商会。你们赢了，我富田商会想要购置你们叶盛集团的石油、天然气能源，你开个价吧。我们叶盛集团能源业务差不多合计100亿，换你们富田商会投在九盛集团的股份，应该不过分吧？小子，你别太过分了。那请自便。好，很好，你有种。这笔账我富田一郎记下了。上官小姐，准备一下，对接九盛集团富田商会的股份吧。富田一郎先生，那我们就合作愉快了。你最好祈祷自己能多活一些时日。现在叶盛集团反而是我们九盛集团的第一股东了。他掏钱离场，九盛集团完了。江上的布局竟然彻底失败了。怎么样？之前答应你的，我没有爽约吧？没有，你永远都是这么神秘，让人琢磨不透。他真的做到了，今天在全世界面前证明，我上官傲雪的选择没有错。叶先生，你是如何拉拢到花旗银行入局的呢？这个嘛，一个电话的事情罢了。该死！下一次地精，我看他上官家还有谁来相助。我先回地区。可恶！上官傲雪，下一次在地精，你不会这么好运了。啊，我们该走了。叶昆仑，好，很好，你没这个命享受。叶先生，恭喜你。谢谢。那之前答应温妮之事，今晚就出发吧。好，温妮晚些来接叶先生。叶先生，接下来有何打算？去一趟海外，回来之后，差不多就该去地精了。这么快？那我先行返回地精，为你布局。你永远是叶盛集团的女主人，我答应你，将叶盛集团做成大家最耀眼的，以后就是别人来帮你了。叶先生嘴真甜，届时地精再见，我家老爷子想见你。好，地精见。好，很好。既然你要前往海外，那就更合适不过了。叶先生，我们该出发了。出发吧。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叶先生这般年纪，如何掌握如此多的医学理论？师傅教得好罢了。叶先生，无论能否救助我爷爷，您都将是维尼的好朋友。只要人还在，7成把握应该是有的。这栋别墅之中另有蹊跷。维尼小姐，你们这栋别墅庄园
应该有些历史了吧？叶先生果然眼力非凡，这栋别墅是我祖上流传下来的，已不下1000年。你可知这里有灵泉？灵泉，温妮从未听家人提起。不过这栋别墅的确有个禁地，祖训说里面的东西一旦公之于众，会给维拉维尔财团带来灾难。叶先生所说的灵泉与此有关？灵泉乃汇聚天地灵气而成，天时地利缺一不可，举世罕见。若被武道之人发现，你们财团恐有血光之灾。祖训确实为了保护你们。去一趟禁地自然没问题。菲妮小姐果然聪明，只要让我下去一趟，你们薇拉威尔财团可以提出任何条件。好，叶先生，您是我们维拉维尔财团的贵客，去一趟禁地自然没问题。不过禁地有道师门，恐怕很难打开。无妨，到时候看看便知。这位就是叶先生吧？久仰大名，您在江省的壮举，我可是佩服不已。我是维尼的父亲罗德。罗德先生客气了。父亲，叶先生想去我们别墅地下的禁地看看。叶先生是我们财团的合作伙伴，这个要求当然可以满足。只是在去之前，能否请叶先生先帮我父亲诊断一下病情？他已经昏迷很久，遍寻名医都束手无策。可以，带路吧。好重的阴气。他并非生病，而是中了血虫。此虫吸食人的生气，导致阴阳失衡，昏迷不醒。啊，血虫，这可有解法？叶先生，您既然能看出病因，一定有办法的，对吗？小事一桩，不过需要维尼小姐帮个小忙。叶先生请讲，只要能救爷爷，我什么都愿意做。我想问维尼小姐一个问题，不知你是否还是处子之身？我并未与其他男子有过亲密接触。叶先生为何有此疑问？难道他要以死为条件才肯救我爷爷？我竟看错人了。叶先生，维尼他已有婚约在身，您这个问题……二位误会了，血虫与宿主血液相融，难以去除，但它对于处子之血有致命的吸引力。我只需借维尼小姐一滴血，便可将其引出。原来如此，叶先生，那我该如何做？父亲他的气色好转了，叶先生真是神医。叶先生，就是这里了。这道石门重达数万斤，千百年来我们家族无人能将其打开。我来试试。天啊，这怎么可能？好美啊！这就是叶先生您说的灵泉吗？不错。接下来一段时间，我要再次闭关。叶先生请便，维尼就不打扰了。您有任何需求，随时吩咐。好强的力量，这一趟真是大造化。6万近距离，内劲可及600米。现在的我足以跻身亚洲宗师榜前5。丹田中那股气更加磅礴了，似乎要开辟什么。这就是宗师之上的奥秘吗？海外事了，该回江省，然后地境。叶先生，您终于出来了。辛苦维尼小姐了，让你久等了。叶先生言重了，您治好了我的爷爷，这点小事不算什么。叶先生，今晚有个晚会，不知您是否有空赏光，正好可以放松一下。好，闭关半月，是该活动一下了。太好了，叶先生请稍等，我马上就好。叶先生，
楼上有为您准备的礼服，您需要换一套吗？不必了，我只是去散散心。那我们出发吧。今晚您是我的男伴，要是有不长眼的人找麻烦，您可要保护哦。薇拉威尔财团大小姐，谁敢找你麻烦？这位是叶先生，来自大夏，我今晚的男伴。问你，最近半个月这么忙吗？我约了你几次都不来。雷利，最近确实有些事情。问你，你的眼光一向很高，怎么今天找了一个大夏人当男伴？这里都是贵族名流，带一个身份卑微的人进来，可是有损你维拉维尔家族的颜面。雷利，请注意你的言辞。叶先生是我维拉维尔家族最尊贵的客人，他能出现在这里，是我们整个家族的荣幸。看来是我小觑了这位朋友，我为我刚才的言语道歉。诸位，难得相聚，不如我为维尼和在场的朋友弹奏一曲，也让这位来自大夏的朋友品鉴一下西方的艺术。天哪，1秒18个音调，雷利的琴技已经超越了许多国际大师。这位大夏的朋友，我的琴艺如何？还能入你的法眼吗？花里胡哨，毫无灵魂。你说什么？你一个身份卑微的大夏人，懂什么叫艺术？有本事你来弹一个！如你所愿。